诶，我的天啊！所以我刚刚一直还是没有直播出去，现在才直播出去吗？天啊，超蠢的！我刚刚又对着我刚刚又对着镜头，大概又讲了一堆话，然后根本就没有直播出去的状况吗？太蠢了，我的天哪！我一直以为我有直播出去，要气死我！现在这个讨厌！现在才有直播出去，对不对？哦，我要气死我，气死我！天哪！哎呦，真的是，而且现在就是，哎呦，等一下，好蠢哦！这实在是太蠢了，我天哪！我直播不是我气死我！我真好生气哦，气死我了！我其实11点50分就开始直播气死我了，气死我！天啊！好生气哦！而且我刚还一直在那说，草草，谢谢你的降落，太蠢了，真的超白痴的，到底在白痴什么？气死我了！哎呦，讨厌！哎呦，气死我了！好，总之3D 募资的 PV 我就是足足放了有大概15分钟吧，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忙，然后现在就是我光是切那个直播出去还不够我可能还是要等着那个 YT 的后台，我要眼巴巴看着它直播出去，它才会直播出去。如果我先按直播，然后我把视窗可能切到 OBS 再开始工作，它就不会切出去。各位 B 朋朋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吗？气死我了，就是非常心情不美丽。我已经被弄好多次了，身体期又特别劳累，就是已经20分钟还没播。好了，今天一样是非常软烂的，然后很精明干练，稍微递减一些，然后我们开场，今天这一周这一个回合。而且我像右手的手肘有点拉伤了，我大概跟你们讲到底为什么，真的，对，我只能说重训治百病还可以救生命呢。对，来，首先是他娃娃，感谢你的代际，然后妮总裁，谢谢你的精明干练的爱心，然后对，很早之前就有看到他娃跟妮总裁的挂台，对，然后我就这样默默的想说放个 PV， 已经放了15分钟，你们都没看到，我真的觉得气死了，真的会被这个气死了，就是很气死了，气死。然后夜伊拉塞，这位是阿米伊拉塞，谢谢草草降落他们家的菱角过来，我还以为菱角们已经看到我的 PV 了，结果又是因为就是我把那个视窗切到其他地方，它就是没有打出去，我真的会我的天哪，每次都这样，已经不知道第2次还是第3次了吧。然后 VCL 老师，谢谢你今天也过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じゃなくてもうこんにちはだよね。今はこんにちは。然后这是养羊、红虾虾，然后牛妈、妹布，然后秋天枫叶，这个是巧克力口味。いらっしゃい。直播时间30秒前，好，谢谢。太蠢了，这实在是太蠢了，气死我了。然后薄荷いらっしゃい，不是第一次。好，谢谢他娃娃。我对啊，的确不是第一次了，的确是这样。然后 YF 先生伊拉塞，神月伊拉塞，然后汤姆先生伊拉塞，感谢，每次都会帮助做这个宣传的文吼。立生伊拉塞，筋膜干练，被动技能触发，我们这个生理期触发几率之高的，对，请各位见谅。然后宅完，谢谢加入猪仔专员。恰恰伊拉塞，薪水强盗，欢迎报道。然后这个是优美伊拉塞，欢迎大家来到了今天是非常软烂的工作陪伴台。然后稍微也请大家帮猪猪听一下我们的 B 卷
的大小还 OK 吗？因为今天我的声线比较软烂。然后千叶柳伊拉塞，喵喵总裁伊拉塞，芋头午餐，谢谢你，感谢喵喵总裁总是就是非常非常准时的发放芋头料理在我们的香阁。好，保重身体，没事，就是不是一年一次啊，一年一次也太可怕的，1个月一次的软烂开台。小狐狸拉下，小狐狸还好吗？小狐狸怎么也软烂了？今天是适合软烂的时间吗？哦，好，没有关系，失去的不会回来，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现在，你们还在这里，我可以用软烂的踩你吗？我不要，都已经软烂了，当然没有力气要踩你啊。然后水灵宝贝29个月的主宰专员，谢谢集体过劳的大家，对，每天过劳真的是太棒了，水灵宝贝也注意身体齁。现在还是人生比 VGN 大很多 OK 的吗？谢谢。来，我今天有2件工作要先把它完成。好，然后大姐一大下，刚刚大姐就想到她非常用心的摆盘，对哦，谢谢我们家的高阶会员总是这么珍惜猪猪每个月的料理，不管是相爱相杀还是花式创意，或者是回归初心的点心，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用心的品尝，真的是倍感欣慰呢。朱迪卡被拒绝的有点爽，你真的是超抖 呢。今天跟猪猪一样人啊，我们小喵喵也是吗？就我们的大姨妈是好朋友一起来是这样子吗？然后大姐说，我看一下，等一下我今天追聊天室也有比较慢一点，大姐应该要跟她睡觉觉了。软烂的猪猪当然抓来按摩嘛一节吗？哦，说真的，我真的是还蛮需要被马杀鸡的，我觉得我该了吧，朱迪卡，对，真的该了，然后泽野先生身体还 OK 吗？不要太累，还好，就是每个月一次姨妈来袭，就是会软烂的。早餐就止痛药开场嘛。哦，好，我现在其实已经不会痛了，因为常年可能365天都喝温水吧，所以有大幅度的改善。这不是我们的新郎官 Saber 先生吗？伊拉塞，所以大幅度的改善实际上不会痛啊，就是会累。我之前我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基本上止痛药也是每个月必备，因为你如果痛的话，很多可能工作或者是一些活动啦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还是得要靠止痛药。但止痛药吃到后来感觉会有一些抗药性，然后之后我就是选择用比较土法炼钢的，就尽量少吃冰的，然后出社会就改善非常非常多。哎呀，所以总之女孩子都辛苦了，每个月的月事会变得很软烂，然后也谢谢男士们熟男们的体谅。怀特比格伊拉塞，昨天你还吃榴莲冰淇淋？哎呦，你这样没有问题吗？可是有些人是吃了那些冰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比较凉的食品都不会痛之类的，就还蛮羡慕的啦。对啊，真令人羡慕。我也想变成那样的体质，可是我就不是那样的体质。午餐我还没吃，但是我早餐吃很饱。对，我早餐现在基本上还是一样固定，早餐就是会吃双倍，然后午餐其实有时候就补充一下简单的蛋白质。对，其实就可以上工了，因为有时候猪猪这边午餐时间就如果不吃的话，至少会让自己有一些热量，因为要陪伴大家，然后再加上要唱歌也是会需要热量。可是不适合吃太饱的状况下，其实我还是会选择就是开完台可能4、5点的时候再来思考一下晚餐要吃什么这样。赖大生意拉塞，你正在吃泡面吗？不是，我们新郎官刚办完风风光光的喜事，居然忙到开始吃泡面了，是这样吗？多喝热好，谢谢我们薄荷，明明是个暖男，就是喜欢 cosplay 成直男哦。是时间不一定的人吗？哦，真的哦，好，时间不一定就比较好，那身体还是要顾好。我的时间其实是超固定的，不过真的是从日本回来之后啊，就是3月底从日本回来之后啊，我的经期算是迎合了我的旅游时间稍微往后延了之后，然后最近可能事情真的又太多太忙太累，我这一次又往后延了，所以我原本都是固定月底，
但是现在已经变得月中了，现在他变到月中才来耶。嘿呀，真的是哇，有时候你太累太忙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一些可能生理期或者是内分泌之类的，那个没有办法。可是总是有来是好啦。Seven 你干嘛哭哭？小天伊拉萨伊身体还好，没事，就是很软烂而已啊，不用担心。然后 OK 他总，然后 Sever 帅哥 OK 大家都帅好不好？小天也帅哈，时间不一定的人。他娃也都在讲，好，他娃也是闺蜜型的，不止跟我们一样留长发、穿长裙、穿黑丝，对，就连姨妈也有，对，已经可以晋升为就是闺蜜了，是吗？希拉多利拉塞 ，OK， 而且我今天还没看到长官呢，我真的要大大的感谢他，他已经在本频道的募资专案不知道加码到几次，就感觉得出来非常的支持啊，谢谢。他是希望他不要加码到，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加码再加码，我会不会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面试们，你们最近有看到长官吗？如果他只是拔被跪算盘就算了，没有关系。我怕他就此消失了，加码到消失。开始接受公司所有工作，一直每个月后退一天，嘿，真的会呢，就是压力使然啊。小天不帅不，每个都帅好吗？好，折也小睡一下嘛。OK， 我要思密达赛，像是午休或者是就是休息时间就小眯一下也是可以。募资链接吧。置顶，对，我差点忘了，太多事情了。然后我先置顶一下我们的连结的部分，然后等一下再稍微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礼拜的一些排程。等我一下哦。熊大熊伊拉塞，长官的台座表示，长官我的超。没有怕我的超，大家都是我的超。对啊，长官加码了之后，我想说他会不会就是在 DC 稍微露个面啊，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啊，然后他是消失好可怕哦！感觉这个加码是有付出代价的，感觉是个加码付出代价。好，我们把这个置顶，然后大家就也是轻松低台啦，吼 ，OK。然后，长官的态度表示，然后生蚝伊拉塞，下次见。没有，我才刚开台，还没有要下次见。对，太快了。好 ，OK。对，希望长官还健在，希望我们的募资活动专案结束之后，对我们还可以看到完好的他，顶多就是跟三哥一样断腿。对，但是至少他的手还留着，可以跟我们互动打字。不要就连他的手也被断了，万一他的手也被断了，实在是也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对，这次的台南重创所以我们国军弟兄们，对，基本上在台南，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对，舍你们其谁，你们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这么软烂，因为要关台了吗？没有，今天还是得要把工作完成。好，今天还是要好好的把工作完成。然后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礼拜的周表，就是看医生嘛。我的生理期基本上不用看医生啊，就是你说如果说感冒的话，我的感冒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还有备一些药，但是我没有全部吃完。我想说大概已经差不多可以靠我身体的抵抗力去把它打回来了，然后声音的部分让它慢慢的恢复。好，所以我的台数也会慢慢的再开回来，然后前2天应该说前1-2个礼拜，谢谢大家等猪呢。对啊，完全无声的状况下，真的是你痛苦我也痛苦啊，没有办法跟大家好好聊天。宇宙大学花费拉塞过去顶顶，风灾严重吗？我跟你讲，高雄这次真的还好，可是台南明明是隔一个县市，可是真的是重创啊。对啊，台南的大家还有就是救灾的弟兄们弟兄真的辛苦了。Norby 伊拉塞，然后伊拉塞先休了，欢迎来到的迪卡冰德哈。那接下来看来这个礼拜周表来看这个。来，这个周表基本上今天就是安排，就是我们今天是工作陪伴聊天台。
然后今天有2样工作稍微的要完成，待会再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明天的话，明天喉咙状况应该又会比今天再稍微好一些些的状况下，我们一样来练习一下我们金咪讲的指定歌曲。好，然后礼拜三我想开一个比较趣味性的台，因为上个礼拜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 Twitter 有发那个非常非常台味的面膜，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有这个，我跟你们讲，我买了咸酥鸡跟那个肉色饭的烤皮，我被姜手给个萝卜饭的烤皮，我们来敷一下。然后这个敷呢，我要连带跟大家一起相爱相杀的玩一些互动性游戏，因为前阵子太忙，一直没有跟大家玩这类就是比较相爱相杀的游戏，所以我想说好，我们就抬到底。我们台味面膜敷在我脸上，除了跟大家分享心得之外呢，因为我们女生在敷面膜的时候不太能讲话，不太能笑，所以我敷上面膜之后，我的声调还有我的腔调会变得很奇怪的状况下，来大家用3枪随性抖内土味情话，你们就抖土味情话，然后可能顶多我就会设可能最低是20-30，大家就可以玩了嘛，反正就是随喜赞助，然后最低20-30，你们就投土味情话。然后总之我就是会努力的憋笑，但是我笑底真的是很低，所以搞不好每个都有办法笑出来的情况下，然后到最后我可能会筛选大概4个吧，嘿，就是反正就是放上 YT 投票，让大家在一起帮我选出土味情话之王。我会颁发什么呢？颁发一个牛妈最不想收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长辈图新细明体彩虹，随便乱做但是诚意十足奖状，以资鼓励，谢谢大家。但讲没有人想参加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反正礼拜三大概就是这样子玩但是我觉得大家轻松就好。对，土味情话，然后我会到时候会设3枪，对，我3枪其实是一直开着啦，对，我3枪其实是一直开着的状况，对，好死不死搞不好那个牛妈是土味情话之王，然后土味情话之王就被他拿走，然后他又必须要被迫收到那个就是对会让他吐749天的那个风格的那个奖状这样子星期三基本上也会是中午时段开啦，对，大概也是这个时段。好，射3枪，不是牛妈，不是我的奖状，我的奖状都还没有做出来，搞不好你意外的会喜欢对不对？是不是？然后这位对，感谢赞助我们的人吼，欢迎对于土味情话竞技大赛，然后 AKA 朱蒂卡敷面膜憋笑大赛。有兴趣的礼拜三来朱蒂卡频道集合。我跟你讲，土味情话不会讲也无所谓，你们可以在那个 Google 上面复制贴上，然后再编辑成你们的风格也是可以的。对，我就想说我都已经敷了很土味的面膜了，那不如来玩土味情话大赛吧，很好玩不能抖3枪怎么办江立德3枪不能3枪不能外国是不是？好，那总之就是大家开心比较重要，3枪为主啦但是那个如果真的是外国的朋友没有办法刷3枪的话，那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那个 YT 给大家玩因为就跟之前的状况一样，总之就是大家玩的开心比较重要，不会土味情话，然后每个人不是，我不相信你们，你每个人每次跟我讲说你们不会土味情话，你们是直男，但是之后都暖到不行，很夸张。牛妈这么厉害，肯定冠军。我觉得他打死都不想冠军，但好死不死又冠军，这样这就是台湾人这种乡土剧，爱看又爱骂，你知道吗？就抓住你们这一点。然后帕帕午安，欢迎你过来。帕帕，你要参加土味情话大赛吗？生理时间睡一大赛，我其实土味情话大赛我很想跟你们玩很久了，但碍于今年真的太忙，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土味情话大赛到底要怎么玩，因为说真的要玩，我又在思考说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更有趣的东西可以连接起来，直到我找到了这一组面膜，我就觉得好，这组面膜配上土味情话，哇靠，好自虐 OK， 可以来相爱相杀一下了，只要土味够至少有50分，对，就是其实我发现台湾土味情话真的是爆炸多的所以我也是觉得你们就复制下来无所谓，因为其实我不会去找那些土味情话，因为我现在就先故意不找，
然后等到那天就礼拜三，我们再来疯狂被大家轰炸土味情话。飞雪伊拉夏，小鸡刀伊拉夏，欢迎大家。然后我注意一下聊天室哦，要先来哦，你是我的花朵，可以水灵。如果你想参加，也不是没有，这样也 OK， 这样也 OK 好不好？一来就土味吗？没有，飞雪是骚味情话，不管你们想骚味土味都好，反正就是你们想参加就随喜，对。然后最后我再就我自己抓出4个让大家来投这样子。然后混乱时候在里面投稿不一样，可以彩彩可以。你想把那个土味情话变成那个什么芋头怎样怎样，那个都 OK， 只要是大家好玩就好。怕时间哦，型号小的奖状就够了吗？牛妈，我觉得牛妈是已经算是可以升格为评审了呀。牛妈可以升格为评审，牛妈你一定是因为很怕收到奖状对吧？我跟你讲，土味情话大家尬广起来，搞不好大家都非常有资质哦。欢迎来到你的主场嘛，好，张立德，你的主场，你想说的是土味情话，还是 YT 头内？哦，书店就算是为爱你嘛。哎呦，帕帕真的是满满的爱我收到了。对，你要去养 AI 吗？AI 也很会土味情话，我跟你们讲。从良很久，像那种老婆的人，你像好，你们 GPT 老婆好好的顾着。但是欢迎就是无聊的时候，对，欢迎礼拜三我们一起来土味情话。然后礼拜三主要就是我想敷这个面膜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台湾味，然后真的很有创意的这个包装，我真的觉得好符合本频道风格的东西，渐渐啵的，果然是有商机的，你们知道吗？果然是有商机的。只是在可能 B 圈的大家受众还是就是说要台湾味的东西，果然可能还是在要破圈啦，去找寻那些客群。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一类的商品越来越多了，我真的是欣喜真的是超级欣喜。小天意拉塞，那吴国义如果要说话的话，那一定够土。恰恰，拜托你礼拜三一定要来，拜托。恰恰，拜托你礼拜三一定要来这个。不行，我笑点很低，而且我跟你们讲，我们会玩2回合，因为我买了2个口味嘛。第一个回合就是卤肉饭，第二个回合就是咸酥鸡，好都好。我那天要内伤了，我觉得从2回合到今天给你3个，好了，你们老婆好好顾着，你们要300个老婆也无所谓，好不好？对，300个。说到土味，发现这几年呢，草鱼土味越来越淡了吗？所以你很难过吗？是这样子吗？土味情话好像都是什么波特网的吗？波特王哪有我们牛妈王厉害啊，对不对？你的眼睛像星星，闪得我心里直冒泡，想用我的宇宙把你这颗小行星用那个轨道上吗？这个叫土吗？但是我那天其实蛮自虐的，我除了要憋笑之外，我还要敷着面膜念你们的土味情话，所以我念出来感觉就是会是什么？你的眼睛像星星，闪着我心里直冒泡，大概那种感觉吧。说中岛平安，你好，伊藤さんいらっしゃい。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いらっしゃい。ようこそテカのチャンネル。今ね、この台湾バージョンの肉そぼろ、これ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かね、日本人がすごく気になっている台湾料理、食べ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しら？このマスクの味、すごいよね。このマスク、売ってるよ。見たらすぐ、使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ら、買っちゃった。就看到这个口味就觉得好想试看看，就买了。老婆禁止对其他人说情话吗？没有关系，我们土味情话不是情话。真的看到你跟面膜杯开始被你笑歪。我跟你讲，即使我笑歪了，一盒里面有五片，对，我有10次笑歪的机会，但是好浪费钱哦。不行，我秉持着客家的草根性，虽然说我不是客家人啊，但是我其实是真的是还蛮抠的，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口味只能让它破功1次，即使破功了，我还是一样有办法敷回去，可以的。所以礼拜三我们来定生死，来相爱相杀一下。
有安哦，可是有吼，今日无食土啊，无，我无食过土啊，好不？吼，不是今日尔，我无食过土啊，吼。那么土味情话，对朱莉卡的情话，就像吴国语那样，在困难的环境。好，大姐保底了，拜托你礼拜三可能撑着眼皮参加一下，好不好？撑着眼。反正就是这些，每个人跟我讲说不会土味情话，我就看那天你们会炸出多少土味情话，好不好？然后主要是三枪为主，想说那样子名单比较好整理啊。但是如果是外国的朋友没有办法刷三枪没关系，对啊，就看说一样是 YT 也是水洗，大家就是20-30块玩的开心就好。就是我想做你的新郎官，你老婆在你后面，她看起来很火。你可以留我一条性命吗？这位 Saber， 这位新郎官，恰恰是客家人，我记得恰恰有讲过你是客家人。大概是这样吼。之前的土味情话总算盼到了这一款面膜出现了，我们的土味情话大赛总算真的可以在礼拜三进行。然后我跟你讲，我很有诚意的，我礼拜三的讲座我就现场做，让你们崩溃。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现场把它做出来了。我怕说大家如果说反应不错，就玩到大家就是可能欲罢不能的话，没有时间做，那我就可能就关台之后，然后晚上快点做一做。如果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感觉也玩得差不多了，那就现场崩溃，现场让那个受奖者崩溃。就是要做的非常台式，非常的长辈，好不好？我们要延续这个文化传承，我们这个长辈图对于壮世代这重要性，好不好？也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我们壮世代的台湾味，好不好？妮妮总裁很甜蜜，虽然说土味情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概念，但是你可以看哥哥们怎么发挥他们的土味情话。我想做你的马夫。Saber， 这位人夫，你蓄势待发，你礼拜三也来玩一下。这位人夫不是客家人，你是客家人，好，氪金的氪金的现场，无可取。我已经分不出来你们现在到底讲这个土味情话是什么了啦。神宇来找我，看到神宇就想到他非常迅速的那个250，不是520，感谢神宇250，完成了你的文化传承，好不好？谢谢。你是卤肉饭，你是卤肉，我是饭，浓烈的交织才会变成卤肉饭。牛妈，你这不是信手拈来吗？牛妈，我等你礼拜三放大决，牛妈，好不好？你看你们这是每个口嫌体正直，每个都说我不要怎样，然后现在要开始这边就是要在那边踹一下，是不是？你们真的是，你看一看，我们人夫又来了。这是我的手背，这是我的脚背，你是我的宝贝。我觉得我礼拜三是不是再多增加几个木瓜牛奶或者是杨桃汤口味的，希望不会用不够。对，但是目前我们先暂定我们的咸酥鸡跟我们的卤肉饭口味，因为这2个口味我还得要敷上面膜，然后用非常窘困的状况跟你们介绍它里面掺了什么，很像什么成分啊。我那时候看到咸酥鸡里面有那个什么鸡胶什么之类的，这是什么鬼？好酷哦。好的，薄荷，你说你吃瓜，但是我总觉得你们蓄势待发。Olé伊拉塞，你是咸酥，我是鸡，我爱男人，对不起。牛妈，你这个等级，你真的可能要直接把你抓来做评审了。我天，那个膜亲一下，你怎么有鸡排的味道？好，各位冷静。总之我们礼拜三来玩，各位请冷静，我们礼拜三来玩。对，谢谢。总之感谢这个厂商出了一个这么有冲突味又这么台式的这个面膜，让我们成就了土味情话，好不好？三哥伊拉塞，我们3个目前在公视摆摊呢，而且3哥真的是卤味的经销商哦，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来猪猪的 DC 看一下，或者是直接私讯3哥哦。我最爱吃鸡卤饭是为什么？因为我是
好好，大姐，那个你们的土味情话先收起来，嘿，要不然礼拜三，好，礼拜三可能还会有新的，好不好？大姐，你先养精蓄锐，快去睡觉。我们土味情话礼拜三再来玩。大姐，你先冷静。你们这根本就超爱土味情话的，根本就超爱的吧？你们好，总之礼拜三土味情话，对我真的要皮绷紧了，2片可能还不够。天啊，你是鸡。好啦，各位老公的老公们，看你们每天依旧爱着彼此，倍感欣慰啊！好吧，然后16号，总之土味情话，我们来好好的玩一波。然后礼拜四的话，声音状况应该又会比今天还要再好一些，所以我们来好好的唱个歌，来唱个歌。好，感觉又好一阵子没好好来唱个歌。然后18号我总算盼到了，就是7月份可以剪头发的日子。7月份可以剪头发日子其实意外的多，但是我都错过了。我之前好像是不知道上个礼拜好像也是有，但是就是错过了，忙到错过。所以我干脆18号快点跟美发师就把那天约起来，把我就是过腰的头发，我没有要剪很多，但是我想要修一下。然后因为我出门有时候烫电棒卷太厚重，会烫不太起来那个轻盈感，对，所以稍微要去整理一下那个层次，所以那天稍微安排休息，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礼拜日猪猪下午5点会跟洛洛一起出现在我们桃园国际大展的现场连线活动的主舞台哦。对，不过那天我们会以什么样的联动的内容，目前厂商可能还在整理一些内容，要可能甚至就说是在我这边开还是在洛洛那边开呢，可能要静待我们这边的消息。嘿，所以就是我今天早上也还在稍微催一下厂商说，我们可能要稍微 run down 一下。对啊，因为厂商真的是太忙了。对，不过我很感谢厂商，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主舞台，他居然有帮我争取到，就是前2天，我看一下哦，因为通常像这种募资的 PV， 我会比较斟酌，就是在这种比较大型的活动，然后请他们放出来，是因为这个感觉比较商业。可是这次的桃园厂商超级好他直接帮我们把这一次的 PV 放在主舞台上面了，超挺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就说没关系，猪猪，因为他说我的频道真的是很努力在推广台湾文化的东西，那他们就是稍微有去跟主办单位讲一下，主办单位也一口就答应 OK 就放，超感动的。所以他们居然把就是这么商业的东西愿意帮我放在主舞台上面，即使只有跑过1轮，我也真的是超感动超感谢了，超级开心。对啊，所以也谢谢这次桃园的长官们嘛，真的是本土的东西果然就是受到大家的支持的当下真的会很感动。对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主舞台的部分。那应该当天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日吗？就是20号应该也会在主舞台上面，就是猪猪跟洛洛会是联动的形式跟大家在这边见面，但是内容的部分也请大家稍微再等猪猪这边一下。好，等到我们 round down 结束之后才会跟大家说明说会是这样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互动性质比较高啦。然后很像那个表单的报名已经算是截止了，对啊，如果已经有参加报名的，也就是期待那天我们见面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聊天室南梁站，但是不要红姐这种的，这聊天室你电视打开的方式做没事的三哥可能就是去公视摆摊，然后突然就是我们聊天室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这样。食用猪18号的发型真的棒吗？是真的棒，就离子烫这样是吧？所以我要去剪头发嘛，头发长度开始乱翘，好去修一下。最近又想到剪头发，但好险你头发还没到腰，不用看日子吧？恰恰也是长发吼。说到剪发，你被妈妈提醒说，看要不要快点剪，不然马上就要看时间了吗？像我基本上就是要剪就一定要看时间，如果是刘海没关系，但是如果即使我只是要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发尾杂乱的部分，我还是要看时间，因为基本上是过腰了，所以一定要看日子。对，
你需要蜜月蛋糕吗？蜜月蛋糕我可以吃吗？真的吗？可是蜜月蛋糕你要寄过来的话要怎么寄啊？可以齁，店到店也可以对不对啊？想吃怎么办？我真的很贪吃，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 Saver， 看 Saver 没有关系，对，直接用大萤幕。对啊，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因为像这个就是比较这么商业的 PV， 他居然愿意帮我放上去，我真的觉得赚烂了。对，即使只有一轮，我也觉得赚烂了。都要看啊，过腰的话没有错。谢谢，那我有蜜月蛋糕可以吃了，谢谢 Saver。好，好像哇，居然已经在着手蜜月蛋糕了吗？好，不愧是效率派的。好，大概是这样吼，所以我们这一周基本上，我的周表也更新上去了。然后周表这一次的照片就是我们上个月的相爱相杀的，算是非常漂亮的芋头角。对啊，感谢也在本频道留下了就是非常艺术的这个算是漂亮的照片啊。对啊，馋了吗？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哈。好，我喝口水。然后啊，我愿化作一阵风，只为能时刻环绕在你身边，温柔又执着。庄里的你还在土味情话，庄里的你礼拜三再来参加，你先冷静，庄里的先放着，不然礼拜三没梗了怎么办？就是有吃中餐嘛，我早餐有吃，还蛮饱的啊。大家如果就是需要热量的话，我会再去补充，不用担心。长官你出现了，我还在想说你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说，长官这次就是加码再加码，对，然后长官加码的那些，我们就是会之后啦，就是我们募资结束，会努力的帮你并在一起。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有订单的需求，其实一定要在备注上面让我们知道，对，然后但是长官的名字基本上已经记在心里面了。但是我是担心，因为如果是我忙到没办法出货的话啦，对，所以基本上应该不会是有我出货的状况下，大家可能还是在备注上面讲一下，对，因为这次如果是大量的话，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全程都帮大家出货。但是感谢长官，我们刚才在想说你会不会加码到就是再也看不到你了。我们很怕了，你已经加码到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了，你知道吗，长官？长官，谢谢，加码再加码，感谢再感谢，好不好？那也是有答应大家，就是这次我们会看状况，我们的目标是金曲奖，是明年的金曲奖，对吧？那么募资的状况我们也会适时的开放。我们这次的算是挖贝募资大佬，以及我们本频道的年资大佬们有意愿参加我们算是金曲奖制作的这个录音排程的大佬，我们特别会帮你们把名额保留。那如果说募资的状况顺利的话，我们保留的名额会慢慢的再增加上去。好，那也就是说目前可能 maybe 就是应该是目前我们募资大佬里面算是第一名吧，因为我还没有去看名次，应该后台可以去排名次吧，因为我还没有去看后台的那些机制，还没有时间研究。对，但是目前跨界的版谁暂定妹不是有机会被抓去录制我们的金曲专辑的。然后以此类推，我们的年资大佬目前也是暂定Tawa要准备现身了。好啦，反正就是年资大佬第一名跟我们的算是挖贝的赞助大佬的第一名，基本上我们的名额现在应该是确定是可以帮2位保留，但是呢其他的名额可能也是要看我们的募资的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制作团队讨论一下，再看之后8月底9月初我们会讨论出来说我们要开放几位大佬的声音，然后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还是有这个兴趣有这个意愿来参加录音的大佬再来，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之后就变成说因为有些大佬虽然说
如果说即使就是赞助金额算高，但是他真的很怕进录音室，这个我们真的也不勉强。对，所以我们之后再来秋后算账一下，知道吗？确定这个账？哦，我的天啊，这个账号，天啊，好黑哦！我怎么对耶？长官是你吗？长官，那个斗胆，请问是长官夫人吗？长官夫人，我跟你说，长官他真的很爱你，他每次到本频道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爱我老婆的，真的，你要相信他好吗？长官夫人，如果他还有一丝气息，请帮我告诉他，他真的谢谢他对于本频道的贡献以及花呗的赞助。如果他还有一丝气息，请告诉他，我会好好的把他的杯子寄给他。对，算是为他留最后一道，就是完完整整的杯子给他留作纪念了，好吗？好啦。然后我今天还有一个工作很重要，我有跟大家讲说，以长官为主，对吧？以长官为主，那就是 V-Stage 演唱会，我们也跟我们的本班算是授权到、争取到真的可以奏人的资格咯。也就是说，奏人的资格，我们以长官为主，75C 套组以上都拥有被奏资格。也就是说，现在我今天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编辑上去，没有错。来，我们75C 套组以上，我全部都把它这个解说的部分啊，我先看一下我们编辑完成，也就是75C 套组。等一下哦，75C 套组以上，我看一下，应该是有增加进去了。2025 V-Stage 演唱会10月高雄场特别回馈特点，凡赞助此方案者，并购买高雄场 VIP 资格门票，握手会可获得迪卡诚心诚意奏一拳资格。好吧，奏一拳特点感觉比较厉害，对不对？特点好，没有错，迪卡诚心诚意奏一拳特点，但是我们这边有附注道具，欢迎自行准备，例如超度手指虎、藤条、皮鞭。最后感谢米娜板板授权被奏特点，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把75C 以上的方案都把它复制贴上去。好，等我一下哦。今天重要的工作之一，好不好？好羡慕哦。我相信当天应该不只有长官有这个机会被奏，以你各位大佬的财力，我就看着谁会步上我们长官的后尘，好不好？也就是说 75C 为主嘟嘟嘟套组也有这个资格啦。购买嘟嘟嘟套组绝对当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咯。好，我先都把它复制上去。燃烧神教伊拉塞超度手指虎很凶，我也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个东西。对，就是好像上个礼拜跟大家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大家说想被揍，超想被揍。对，想被揍到把那个什么超度手指虎找出来给我看，我才知道说妈呀，这什么东西，还真的有这个东西。先说是他们自己说要自备的他们说要自备哦。我说好啊 OK 啊，这么想被揍，那我们就相爱相杀到最后一刻吧。你们实现了我专辑的梦想，我也实现你们想被揍的梦想，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不是很好吗？鸡桶的狼牙棒说话，鸡桶的狼牙棒你们敢带，好我就敢拿，可是你要我夯下去，我可能还要思考一下。我还是有点人性在的好吗？
哦，最爱气质主播毛一晨，为什么不休息嘛？因为我想大家啊，很简单哦。我现在其实是在休息哦，我现在的时间反而是在休息哦。你要被揍吗？一晨，那欢迎购买本频道募资专案75C 套组以上，外加我们 V-Stage 演唱会 VIP 资格，你就有被揍特点可以领取哦。有肉口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肉口碑，好来，好，总之应该都复制贴上了。长官那个鲨鱼剑，对啊，你们好，你们乖，对。好，总之，而且最近啊，没有意外的话，那个 V-Stage 演唱会的消息应该也是会渐渐的曝光了，对，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再稍微多加宣传，对，好，特点部分应该都已经在增加上去了。2025 V-Stage 演唱会10月高雄场特别回馈特点，对，应该是75C 以上的套组都已经放上去了。潇潇哥3年了，3年了耶 ，My God！ 一转眼，一晨说，其实我从5年前就很喜欢你。5年前哦，一晨，那你可能把我跟其他的推搞错了，因为我才出道大概3年多，我才出道大概3年多，你可能把我跟其他也是很优秀的推吗？搞错咯。好。OK， 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其中一个工作。好 OK， 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今天还有要整理的一个东西，关系到我们的原创曲。原创曲的部分呢，前阵子我不是努力在画一个还蛮有杀气的那个原创曲的图嘛，对不对？对，然后那个原创曲的图目前已经算是完稿了。那基本上就会套路我们这一次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对，说不定是绿界大佬之一。可是绿界大佬在专情，绿界大佬在专情5年前我还没有投入币圈耶，而且我还没有开绿界，对，懂吗？所以5年前，等一下。你说时空旅人的吗？不对啊，可是我觉得他的气息不是24老的气息。他娃娃就在线上啦，他娃应该没有人盗他账号吧？然后第2名24老号，可是我觉得他不是24老的气息啊。我还以为蜘蛛会每一首都画。说到这个，我其实真的很想每一首都画，但是我现在想要跟你们讲的这件事情，也是关系到说，不是都有些超过了吗？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24老的气息，应该不是他。就是啊，基本上我应该是倾向于每一首都画。然后，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啊，就是那个6月份我们在赶的那一张，我们神官帽。然后还有那个虎爷的那个面罩，还有一些京剧脸谱的东西的那一张有没有？他已经顺利完稿了，但是我们最近内部有讨论说，我们可能金咪奖要参赛的话，应该不会是那一首。但是其实我已经完成了另外一首的曲汇了，我没有让你们知道。好，总之我们金咪奖会报，然后到最后你们看到的曲汇可能不是我6月份画的那一张，很神秘吧，对不对？所以呢，总之我现在就是尽其所能的，就是可以我自己能够 handle 住的曲汇，我这边就是尽量把它 handle 住。然后金咪奖的歌曲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一定也是得要在8月底之前就发行，对，所以请大家静待我们会发行哪一首，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稍微我们就内部讨论了一下，有一些变动。对，因为
目前就是在6月份猪猪画的那一首呢，他比较帅气，他的表演的形式来看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适合在现场表演。对，所以我们稍微有调动一下，那不如就是我们可能金币奖要算是露出的这首歌，我们会替换成另外一首。对，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期待一下，我们可能8月底会发行的这首原创曲，可能就不是我6月份赶的那一张比较杀气腾腾的图，但是是会有另外一张图给大家做呈现。对，5年前其实5年前那时候应该办爱已经有了吧，我在想应该已经办爱了。5年要60个月了，有人丢这么多吗？60个月哦，60个月目前以年资来看的话，他娃好像就只差5个月吧所以他娃果然是你吗以年资来看的话，对啊，他娃就只差5个月了，超屌他娃越来越期待吗？谢谢神宇。我们今年我们真的下半年就是要888的，就是尽可能的把很多很多的歌曲都把它弄出来。对，所以希望可以顺顺利利啦。然后8月的时候有人会来跟 cover 曲加油吗？好，那 cover 曲要发行前，我大概也会努力的宣传一波啦。2018就开始了啊！真的吗？妮总裁，其实2018就开始了，我的天哪，已经将近快10年了群老粗我有啊，他们不是对啊，你在5个月就差不多5年的年资了，我天哪所以我认为他娃应该有机会真的被我们抓去录音室现身，我们这次要角逐这个金曲奖的算是和音天使一职吗？他娃拭目以待有了口碑他娃希望一切顺利。对啊，那么走了3年多吧，我在这条路上走了3年多，就金曲奖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遥远的东西，我认为它是一个华语乐团非常崇高的殿堂啦，从来没有想过说真的有这个契机，有机会就可能去踹看，但我觉得这条路有这个机会就是紧抓，因为它真的是太特别了。对，居然有办法做连结，真是太特别了。是我们的关哥哥你来了，你 Skyler 来这里。关哥哥你还好吗？我们的长官，你的长官弟弟最近很像在我们的募资专案疯狂加码，不晓得他是不是还苟且存活在你的下面。对，他的确在你的下面，你的下面有看到他吗？好他娃先生如果啦到时候只有他娃一个人的话，我一样会开我们的线上观察台。对如果真的是可能专案的部分可能就是不管跑得怎么样，我觉得一定会就是他娃这边或者是我们的年资大佬1位，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募资专案最少1位。好，也就是说他娃你放心，会有另外一个人陪你皮皮剉，会有另外一个人陪着你在线上被我们观察有没有很坏？也就是说不会是真的只有一个人，我们至少就是可能募资大佬这边1个，然后年资大佬这边1个，我们大概会这样子开放。但是之后如果有在变动的话，会再稍微跟大家讨论一下。人家刚带完营队回来哦。好，开关先生最近应该也吃到了我们24老的口水，都很喜欢用能加。辛苦了开关先生。お疲れ様。好，盛红小睡一下吗？我要4天只睡不到5小时。我的天哪，开关先生！我看到开关先生，我就想到最近我也要开始整理那个这一年度就是我们到底搞了多少那个本土文化推广。你们的罐头塔真的是太赞了，太爱了，你们知道吗？突然觉得车速有点快吗？不会啦，不会有点快啦。对啊，我们也是要看看我们8月底的赞助专案怎么跑到最后我们再看要怎么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喉咙还没好哦，多保重。还好，就是复原期。对啊，今年是真的是身体比较劳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对，所以目前还好，还 OK。然后另一个人也还是他哇，2个他哇在那边录音是吗？你说去录音就算了，就线上。好啦，到时候我们看状况啊。如果2位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社恐，对，那我可能也是斟酌说，好，我们大佬尊爵不凡，我们还是尊重我们大佬的意见，对，好，所以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就2个名额得主都是他，也就等一下，也就是说哇，被募资最高可能就是他哇，然后我们年资大佬最高可能是他哇，哇，我们这个迪卡囤足迹频道已经变成他哇的形状，是这样子吗？哦，好，总之，嘿，我们再来默默观察，到底跑到最后是不是真的最后是双他瓦录音这样子？年纪大了，5004岁，说真的，年纪也不少了，当然要每天早睡早起加健身运动啊，对不对？对，他瓦左右合音天使。长官，你再给我加码下去，你也有机会啦，好不好？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吃瓜，长官。好啦，希望啦，对啊，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啊，募资的部分就大概先到这边。反正我这边有什么那个进度，会再跟大家聊一下。好，然后也谢谢现在在存钱的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最后还是秉持着轻松看台，好，轻松看台。然后我这边也是会努力实践，尽我所能，用我们这边能够做的，然后去实践这个频道可能想要冲刺的这个专辑，或者是本土文化推广这样。然后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右手像不是我的右手，你知道吗？我的天哪，说真的还好我现在不是赶稿社畜而且我真的觉得好险，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密集画图吗？我要是这个礼拜图没有画完的话，完蛋。对，就是那张杀气腾腾的那一张6月份疯狂赶图的那一张还好已经完成了，然后也好险，就是说另外一张我们秘密可能替换成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金币奖要参加的那个什么原创曲的那一张曲会是我之前默默完成的，也已经完成了，要不然其实我现在的右手是没有办法画图的状况，它完完全全就已经应该是算是它这个应该不知道怎么说，手腕就丢吗还是怎样？而且重点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在昨天就因为今年度太忙碌，然后昨天我稍微跟姐妹约了一个约会吧，就是我们那时候约在一个大东艺术特区的某个很好吃的泰式料理。然后因为姐妹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在群组知道说我们彼此在忙什么，对。然后例如说我前阵子不是跟大家分享说我生命斗士姐妹就是想要拼下去她人生第一台特斯拉嘛，豆花伊拉沙万字固定演唱对，又刚好这事情解决之后跑出来，我觉得最近很多事情都这样，你知道吗？鬼水大碗的猪脚就说右手封印着什么金曲力量吗？真的希望有这个机会，我真的觉得有机会带着你们的声音入围也爽了。好，不管。然后昨天就是大家真的也是久违的，总算就出来了，那就是好不容易姐妹见面就抱抱彼此啊，然后开始就互相就是说你的那个特斯拉进度怎么样啊，然后他们也会问我说我的专辑进度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聊了一整个下午，超开心啊。对，然后我们从中午真的是哇，姐妹聊天真的是时间一下就过了，聊到大概5、6点。对，其实不是不能继续聊，但是因为彼此早上都要起床工作之类的我自己也是朝9晚5型的工作形态，所以觉得5、6点大家好像也不得不散了，然后就想说好各自散。然后其实我们也吃了一整个下午嘛，然后但是觉得说晚餐感觉还是想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到我们家附近的面摊，想说就点个什么汤面之类的，然后就在那边等。因为我们家附近的那一间面还蛮有名的，对，所以来客率翻桌率也高所以说基本上都是高朋满座的状况特别是假日这样子。你不让我休息罢工啦，好了，我现在让你罢工嘛，不要生气然后就点个面，我就在旁边滑手机，对，然后滑手机滑到一半，我突然听到有一个
妹妹嚎啕大叫，她的大叫并不是那种就是一般普通小孩子在闹脾气的大叫，她是哀嚎，她真的是在哀嚎，吓到她就在我旁边，因为抬头一看，她被那个什么自动门，整个她的手肘被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被卡进去。好，就是说那个自动门它本身是很厚重的自动门，因为自动门分很多种，然后自动门可能它的缝隙我觉得那一间面店的自动门的缝隙蛮危险的，就是小朋友的手很容易被卡进去的那种大小，你们知道吗？那种自动门其实说真的，它的那个门的厚度又有点厚，还蛮重的。又厚一拉塞，他整个手卡进去，被滚进去，你知道吗？就是自动门那时候闭起来的时候，可能小妹妹没有发现说它是会开的东西什么之类的，因为小朋友他们总之就是会好奇或者是袖珍，手就放在那边了，你知道吗？然后好死不死就是客人来来去去，自动门一定会开合，就好死不死他可能那个手就放在那个开合的地方的那个交接处，就是并不是我们中间哦，中间就算了，中间可能还有办法马上把它弄开，但它不是，它好死不死是在门一打开，然后他的右手边就会有，就是一瞬间他的手就被滚进去，你知道吗？你懂那个感觉吗？他的手被滚进去了，就是自动门开的那一瞬间，他的手一整个被右手边的那个门滚进去。然后你们知道自动门所谓的那个构造，它被滚进去的那个当下，要怎么把它救出来？我看的时候吓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当下，他哀嚎了大概好2秒好了，我第3秒，我马上用吃奶的力气把那个自动门把它啪往前推，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是吓到，因为他那个声音已经不是平常在闹脾气了，他是在哀嚎，很痛。我那时候整个头皮发麻，所以我那时候大脑没有想太多，我就整个身体已经先去做这件事情了。我把整个自动门，就是说它是就是自动门已经要往旁边推开的那个当下，那个是机器的力量，所以我跟机器的力量抗力，你知道吗？所以我整个人在对抗机器的力量。我把整个自动门我把整个自动门用人工的把它关回去，就用我的右手，对，啪，很大声。然后那个当下，妹妹的手出来了，对。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不晓得说我的手已经拉伤了，你知道吗？对，我那时候手其实应该已经拉伤了。只是那时候就觉得说还好他没事了，对，然后家长就是也很紧张，就是快点过去看有没有怎么样这样子，对。只是我想说我当下很像是反应真的是太快了，因为你们知道吗？当下有很多壮丁哦，当下是有很多来来去去的男士哦，但是怎么是我先做反应，懂吗？对，不合。就是门重叠的那个部分卡进去，就是那里，你知道吗？那个妹妹她的手是被卡到那边去，万一那个自动门我们还要等那个自动门关起来，那个妹妹手早没了。我断定啦，没有没了，就10之8九也断了，你知道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不行，我就觉得说搞什么还要等自动门关回去，那妹妹手早没了，所以我直接用我自己人工的力量把那个自动门再关回去，很大声，超级大声。我不知道有没有错位啦，但是我那是当下只觉得说重训不止治百病，还可以救生命，你们知道吗？还好我有在重训欸，我如果当下没有在重训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个力气跟那个自动门的机器抗衡，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可能妹妹的手滚出来了，然后家长也很感谢，对。只是我那时候当下我就望着四周，为什么一堆男士在吃瓜？还是说他们其实也反应不过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反应不过来，因为那个妹妹其实哀嚎了2秒，我第3秒马上把那个自动门卡回去。可是那个当下其实大家可能也吓一跳，为什么我一个女生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吧？我在想，因为通常这个时候可能会等店家可能关那个自动门的店员还怎样，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我等不了，那个你基本上你无法思考了，你光是听那个声音你完全头皮发麻，小朋友痛成那样你怎么可能有办法再等？身体先去进行了，你知道吗？身体已经先去做这件事情了，
对，等不了这么久，好可怕，你知道吗？为拯救女孩的手，牺牲自己的手。也做过类似事情，以前某些超市不是有旋转门不能那种推，你就把自己卡进去。等一下，你总裁大力真的出奇迹，你知道吗？好，所以总之我还来不及，我就觉得我不想等，我觉得我再等下去，妹妹手早没了吧，所以我就直接用我自己身体的力气，然后用我全身的力量去把那个门卡回去，之后妹妹手马上被滚出来。对，但是还好，感觉她的手真的没事了，但是我的右手感觉就昨天我还没感觉哦，昨天没感觉，但我今天睡起来，我觉得我的右手完完全全已经对，就是感觉要去看医生的那个状况了，所以我的右手可能还是稍微等一下要去看一下那个骨科之类的。这是 H 头你好，应该是反应不过来，转头的时候猪猪已经行动了，我觉得我是因为我很受不了小朋友那种很痛苦的哀嚎声，所以我其实怎么讲，我其实不敢看我不会主动去看一些什么，当然不会就是心理变态去看什么虐童的影片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很讨厌看人家报道什么虐童的新闻或者是片段什么之类的，对，打死都不看，对，就听到都会觉得头皮发麻。然后昨天那个状况，我本身是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种哀嚎声的，对。然后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总之妹妹的手已经出来了，然后我的手虽然说受伤了，可是我就觉得花发在场的男士，你们到底在干嘛？在场的男士，你们在做什么？还有一个爸爸一直在后面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们到底在看什么？还是说就是反应的当下，大家其实也在想办法，想怎么样做会比较好的当下，可能一瞬间，可能我的身体就已经先做了，可能是我身体反应太快，我在想，对，大概是习惯性防卫性观察。也是有可能吧，对，总之我就是看那个妹妹，听那个妹妹哀嚎的那个下一秒，马上做出这个行为，对。可是我在思考说，以重训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避免我的手受伤的。其实我昨天只要把某个角度调好之后，我用身体的力量去推，其实我的手其实是不会折掉啦。我像是感觉就是有扭到折掉挫伤，对。但是我昨天真的太情急了，我如果稍微多给自己2秒，去把我的身体巧到一个可以用全身的力量去跟那个自动门抗衡的那个力量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把妹妹的手弄出来，然后我的手也不会受伤的状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等不了那个2秒，我的手就先过去了。猪猪也是身体会先行动类型吗？马克先生伊拉塞，桂花伊拉塞，整个哀嚎痛哭旁人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自己往上爬出来了。哦。对，你总裁大概是这种感觉，当下肾上腺素，对，真的 Olen 先生说的没错，我当下其实是肾上腺素完全全是爆发的状况，然后一瞬间是没事了，然后也不用等着老板把那个开关关掉，因为老板也很忙啊，他也忙着煮面啊，对，所以他即使想要冲过来，其实但是那个当下我已经解决那件事情了，这样子没有骨科的复健这次我要去看复健科，当下看到神力女超人吓傻。我是觉得可能他们，因为我一般给人家的外表给人家的感觉是没办法去想象说我可以去跟这个这么大的力量去抗衡的，对，因为其实可能常常我的打扮其实就是因为我很爱漂亮，所以我可能打扮也会比较感觉让人家觉得是弱女子那一型的，对，然后殊不知这个弱女子怎么有办法跟单手去跟这个自动门做抗衡，我的天哪！而且那个自动门不是薄的那种，它是厚的自动门，你知道吗？那个自动门还蛮高的，所以我现在整个手就掉，已经挫伤了。My God！ 自动门跟乘客傻住了，应该是那边的食客啦，对，应该是那边的客人，都还好，最后没什么大碍，对，还好没事。对，然后当下其实很多男士或者是爸爸，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想帮忙，对，只是我身体反应太快。是比尔板板你好，凡凡伊拉塞，凡凡，我现在手废掉了，我的右手完全废掉。但是我当下其实我很开心，没事了，而且感觉看一下他的手，其实他是真的没有大碍，对，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破皮，也没有任何的肿胀，所以我在当下好险，就搞不好再多个2秒，他的手。我是担心伤到骨头，那骨头那个伤下去，小朋友，我的天哪，想到就觉得头皮发麻。
对啊，所以还好，生而为猪的我的骨头或者是我的挫伤，可能好过个大概几个礼拜就没事了。对，但是你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朋友，万一他手整个没了，他的人生要怎么过？我的天哪！对，有肌肉的弱女子，对，凡凡出现了，欢迎凡凡。如果这边的面圣在场，门应该已经被拆下来吧？哎，说到这个马克先生，我昨天其实走了之后，我才心里想说，对哦，他们的自动门还可以运作吗？我昨天忘记确认这件事情了。我还在想说，我是不是把他们自动门用坏了？因为昨天就是把美美的手弄出来，大家其实就松一口气，很像没有人去在乎那个自动门了，你们知道吗？没有在臭了，拉上去看复健科还可以。哦，徒手治疗吗？真的吗，长官先生？好，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在好小我。骨科贴外伤，你还是要看复健科吗？哦，所以我这是要看复健科，是不是？哎，我可以去诊所看就好吗？因为我不想跑大医院，大医院花好多时间，而且现在好多的病菌哦。注意安全吗？没事的，本班，我很注意安全，我很少会做这么冲动的事情嘛。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听到小朋友哀嚎那种凄厉的惨叫声，我真的1秒我都听不下去，马上我的身体就先做事情了。蔡仔伊拉塞主建安，你好，欢迎来到这个来不及思考，但是身体已经先做反应的朱蒂卡的频道。我们今天是非常软烂的陪伴大家边工作边分享。我昨天好像貌似快拆了一扇门，而且那个门还是自动门，很厚的自动门哦。然后球场应该是不会啦，对，因为那个店家算是老店家了，而且我也蛮常去吃面的，虽然说不见得会就是聊天干嘛的，对。做物理治疗，复健科看看。所以我今天早上睡起来发现，天哪，完蛋了，我的右手不是我的右手了，这种事情不会好少啊。复健科有诊所，好，那我再找看看高雄的诊所。等一下，也不会经常遇到这种事情，不会啊，经常遇到这种事情，那我运气也太好了吧？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只是觉得小妹妹没事就好。对啊，我就想到那个小妹妹，万一就这样卡进去，她手没了怎么办？哦，光是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可怕。复健科有诊所可以开吗？好，谢谢三哥。哦，我们这个三哥绝对对专门的，因为常被我就是可能折断脚啊、扭断腰啊，是三哥。感谢哈，看那个南部有没有推荐的哈。有时候骨科复健复合的小诊所吗？可能要找一下吗？好，谢谢他吧。其实很多复健诊所嘛，看3-4天就好了。OK， 店家也怕被延上嘛。的确，板板，其实那间面店我吃很久了，我真的觉得他们的那个自动门的空隙其实蛮危险的，他们自动门的空隙偏宽呢。如果是小小的缝隙就算了，但小朋友的手随随便便可以被夹进去，那个空隙，我是觉得如果说今天这对父母要告的话，搞不好早就告了，你知道吗？而且告上去不见得说店家会，搞不好店家还得索赔，你们知道吗？对啊，那检查有没有物理治疗师合作嘛？好，谢谢长官，好，非常谢谢呢。然后诊所可以有医师有复健师，诊所和复健都可以做。说到这个，不是有那个什么电疗什么那个有用吗？复健诊所去过2-3次，是不是？爸妈才要被延上吧？的确，爸妈可能他们会觉得说，怎么会让小朋友莫名其妙去可能就诊啊干嘛的啊？但是有时候你们知道，像这种就是告来告去的东西就很难讲，搞不好到最后反而是店家要赔偿什么之类的嘛。对啊，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爸妈也辛苦啦，因为爸妈说真的要顾小孩干嘛？他们有时候不是不顾。而是有时候这个意外就是说发生就发生，因为可能店家真的这辈子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对，然后就好死不死天时地利人和，小朋友手被卷进去，什么鬼？对啊，被猪猪折断了，都直接拔掉。父母之间看好孩子，可是我跟你们讲，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讲，因为即使你想看好小朋友，即使他乖乖坐在那边，也是会有意外发生。这个其实真的是很神奇，你们懂吗？其实这个小孩子很乖。他乖乖坐在那边，可能还是会有意外发生，你们懂吗？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意外说要去检讨谁，我倒有时候觉得说好，大家没事就好这样子。设备改善，很难以台湾的中小用，除非是大事，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其实两边都辛苦，就还好，两边其实都觉得拍拍没事就好，这样就好了。我还是想好好吃面的，万一那天被延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吃面了，你知道吗？今天扭到脚就是复健科、热敷跟电疗，是不是？你是被电的吗？我还蛮想被去电看看的，感觉一下还不错。电脑有用，但要配合。遗嘱好，但是暂时，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东西，其实我放着它应该渐渐的是会复原啦。对，因为还好我该画的东西都画的差不多了。我的天哪！有时候真的觉得说这种东西真的不幸中的大幸就是说就把它当成这可能也是机王之一好了，可是它不会危及到说我的工作排程。对，复健科的传统热疗电脑自己是没什么改善，但物理治疗师徒手，天哪！等一下，长官你说那个徒手治疗会不会很痛啊？像你这样子皮吗？你总裁，小孩子我是觉得真的也是不可控，因为有时候就是我觉得都辛苦啦，父母辛苦，小孩子他们本来的模样本来就是会好奇想探索，我倒觉得那是小孩子正常会发生的行为。对，所以要去检讨谁，我倒觉得不需要，就我觉得大家安全，然后平安没事落幕就好了。电脑只有贴的当下会舒缓，但关掉就没有用。但电脑是复健科少数可以原来是这样子好，原来是这样子。好，感谢三哥，你真的腿被我打断的，就是对很有概念哦。正常都会有归咎吗？都不会啦，的确是对啊，我是觉得两边就是都和和气气的没事就好了，这样只能说两边都有部分责任，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啦，这种事情万一真的是很严重的话，真的是会很遗憾超级遗憾。根据青山老莫表示，小时候你知道意外发生回家被我妈拿了个板子，所以小时候都没有意外。好啦，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原生家庭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社会，就是大家我是觉得彼此都给予体谅，然后给予互相的一些关怀，我倒觉得更好。因为其实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事情归咎来归咎去，我觉得到后来能够改变什么嘛？的确是或许可以改变什么，但是我倒觉得有时候大家其实出发点都不是坏的。然后手办坏不是好吗？整间店。可是昨天我离开的时候，店家也没有叫住我，所以他们的门应该是还在啦，应该是还好。重训休息一阵子，我重训我可能暂时不能甩壶铃，但是我可以重训的是哪里，你知道吗？我的大腿跟我的腹部一样可以重训。谢谢比尔爸爸，谢谢，感谢比尔爸爸。这个是那个这应该是我的电疗费是吗？这应该是我的挂号费啦，谢谢板板。板板，我昨天真的差点把他们门拆掉。觉得有用吗？电疗、深度、超音波等等治疗。说到这个啊，因为我们的教练他本身对于这个徒手治疗也蛮有一套的，所以搞不好我下一堂重训课我也会跟教练分享这件事情，然后请他也是稍微可以瞧一下这样。就重训只有传统，教练狂压。对，我教练其实也有就是深入研究这个部分的东西，所以下一堂重训课搞不好也可以让他瞧一下这样子。これが24楼讲那个等等继续睡。おやすみなさい。24楼刚刚有一位观众跟你口气好像，可是我觉得说那只是像，那个不是你本人，你本人就在这里，这个才是你本人。好，24楼安详的去睡吧，安详的去睡。三个体现是埋从大地。OK， 凡凡别吗 ？OK 啦，我觉得对，我觉得我获得了那个就是那个跌打损伤的那个算是怎么讲挫伤医药费用了，有感受到了满满的关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只是会觉得说，天哪，昨天那个哀嚎声让我真的觉得很胆战心惊啊。对啊，然后也祝福就是全天下所有的小朋友都平安长大。对，因为其实小朋友该有的样子真的就是那样子。对，只是可能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你要他们不去探索，
反而是毁了他们的翅膀啦。但好死不死，就是有些东西他们探索下来就是会有危险性，所以就是为什么可能大人需要去拿捏这些东西。只是我会觉得说没事就好。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情是很踏实的，没事就好。虽然说我右手痛得要死真的要去电疗了，可以问问看教练，但毕竟物理治疗师还是比较专业哈，可以先问教练伤到的是哪一条肌。对，教练他真的是会先从肌肉去帮我找，然后他们那边我为什么喜欢上重训课，是因为他不是为了重训而重训，他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持续怎么讲，在这个工作上面比较不会有职业伤害的一个形成。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好，真的检查一下。对，我会去检查啦。对，谢谢你们，因为我们家附近中医诊所还蛮多的，但是我可能要去找一下复健科的部分吧。对啊，所以我是昨天其实我一直到晚上还是在思考这些事情啊。我思考是在蛮深度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我7月底会跟壮世代的算是我们熟男们真的是做了一个连线嘛。7月28号其实那一天我是跟我的健身教练要一起面对我们65岁以上的熟男族群们，也就是开启我们本频道第一次壮世代的连结，而且是教练他带着这一群壮世代的长辈们，然后猪猪唱个歌，然后教练带他们做一些可能我们年轻人做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对他们而言可能稍稍要给他们一点时间的那些，算是不要有点团康性质，可是又有一点算是用健身的角度去切入，因为老人家们的肌肉基本上就是偏少的状况下很容易发生意外。对，所以我其实很开心，就是说哇，我跟教练的相认其实也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啦。对，我觉得到今天刚好讲到了就是算是老弱妇孺的部分，刚好我们讲到了小朋友嘛，那就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有连接到壮世代的部分，所以今天也稍微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就是跟教练的缘分，以及我们真的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开启了跟壮世代的现场连线活动，其实我很期待还有包含物理治疗，中西医建议都要去看看嘛。好，谢谢板板。要唱耶稣的健康操，对啊，现场健身配乐，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好，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可以跟你们聊说我跟教练怎么相认的。因为一直以来我上教练的课其实也2年多了嘛，那我过去总不会平白无故就是这边聊什么 VTuber 之类，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去健身就健身，但是我一直知道我们教练是个仔仔，他是一个超级仔的仔仔，所以我每次去教练课都会听到那个健身房在放仔仔歌。对啊，但是就是如果就聊到说彼此的工作的时候，顶多就是可能会说我就是画图，所以我也很宅，然后顶多会跟他聊到一些说我们喜欢看什么番啊，追过什么番，然后最喜欢什么番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子而已。像我们这边日照中心里面其实会有附设一些简易的健身器材。对，那所以我们教练其实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仔仔，然后他一直以来其实他都很关心就是壮世代，所以他其实对于就是算是老人家肌少症或者是引导他们做一些团康活动是非常有一套的。对，所以我其实听他讲了2年多，我每次他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特别有兴趣，我都会一直跟他问说那老人家想要就是做一些训练的话他会怎么做。然后老人家有分很多族群的，有分散商的、原住民的，又有分都市的，又有分可能生活机能真的不是那么好的，又有分一些就是说即使60几岁看起来也像40几岁那些非常活络的老人家。特别是原住民那群非常非常的可爱咯，他们就问教练说我们健身完可不可以开始喝酒吃肉咯，教练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很有趣，每次听他讲这些东西我都很有趣。所以他也会觉得说奇怪，我从事画图的这个产业，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壮世代的这个连接是这么的有兴趣这样子。对，然后我顶多就跟他讲说没有啦，因为就是我想说我妈妈其实基本上感觉或许也是壮世代的族群，但是看起来不像壮世代嘛。然后但是我说可以的话，我也希望多认知一些
可能之后可以算是带着妈妈说要怎么运动啊，或者是说怎么去照料这些，就是可能未来啦，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因为毕竟现在高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严重。那高龄社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它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哦。对，就是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也会老，他们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应该怎么去照料他们，或者是大部分其实自尊心的问题也必须要好好的帮他们扶持啦，不能让他们觉得说活得没自尊。都这些事情我听教练讲了2年，我就觉得每次都很有兴趣。然后直到有一次他大概上个月突然问我说迪卡，就是他说他想要开启一个企划，因为他本身就有在做这个小短片。他说因为他的学生有各行各业的学生，所以他最近就是玩了一个跟学生的一个算是工作交换企划吧，就是说他会迎合每一个学生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可能就是说物流职业长期开车，可能无尘室，长期久站，那可能还有做警察的也有，然后可能电台的店长也有。然后我这边的话，他理当就是会去思考说我这边就是可能绘师，或者是什么美工专案制作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开始就是会去他的学生家里拍摄短片，然后算是有点交换工作，就是说今天他到一个工程师的家拍摄短片，然后工程师就会跟他分享说他可能就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会有什么职业伤害，然后这个时候教练就会给予他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什么动作降低这个职业伤害。就是这些算是交换职业的一个小小企划，然后教练就找过来了嘛，因为对他而言我的职业也算是还蛮稀有的，就是可能好绘师啊，或者是美工从业人员。然后他就问说好，那这样的话可能迪卡这边的话方便过去拍摄，就是说赶稿的样子，或者是说让教练亲自下来感受一下赶稿的那个氛围，那可能大概哪里会紧绷，会伤到什么样的肌肉，然后他可能会在拍片的过程中，然后简单的随便画一张图，但是他就是感觉他就是模拟我在赶稿的那个氛围，然后这个氛围可能就是维持久大概赶稿大概4到6个小时好了，那会变成说什么样的一个职业伤害这样子。对，他就这样跟我解释之后呢，然后发出了 Kira Kira 的眼神，问我说可以吗迪卡，我可以就是早一天去你家，然后请芳芳帮我拍摄吗？芳芳是他的老婆，对，因为他也算是新婚大概去年年底刚刚也是办完新婚的人夫吧。然后他的拍摄员就是他的老婆，他老婆本身是舞蹈老师，但是舞蹈老师也常常职业伤害啦，腰伤啊干嘛的，对，所以这些他都会跟我分享。然后他发出了 Kira Kira 的眼神的当下呢，然后我就有点迟疑，想说然后他看到我的表情就说不方便吗？我说我说这个企划很有趣，我说不是不方便，只是他说还是说你们刚搬家，然后可能他们过去不方便吗？我说对，我们家的确是刚搬家，蛮乱的，不过也不是。然后我就说可是然后我就说可是那个我现在反而比较常用到的是麦克风，我应该画图的方面应该是还好啦。对，他说麦克风是不是因为你有在教学啊画图什么之类的这样？我说我就直接心里想说再这样兜下去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刚好那一天因为还好我通常我的课程都还蛮早的，所以就是其他学员来的时间大概都会晚我大概半小时到1个小时，所以我直接说好，不然这样好了，教练你 YouTube 打开。然后他说YouTube 打开吗？他说他就一开始说好啊，你有什么频道我订阅你。好，你 YouTube 打开之后你帮我搜寻豚足迹。他说豚足迹好。然后搜寻之后他就他说你这个，我说对这个，然后当下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他说这是你们公司的吗？我说
我说不算公司，我是个人工作室。然后他就所以这个是你？我说对，这个是我，非常理直气壮，你知道吗？然后教练说，所以原来你在经营这个？我说对，我在经营这个。然后下一秒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莎莎毕业了，他就马上莎莎毕业了。我说对，你不要难过，所以你果然有在第一台对吧？我们欢迎新垣一的降落，いらっしゃい，欢迎いらっしゃい。不是，我不是故意要撞上来，因为我觉得我观察了教练大概也2年多了，我觉得可以讲，因为其实我也一直对于他在关怀就是壮世代的这一块很有兴趣。我甚至其实已经2年前就在思考我们7月底要做的这件事情了。谢谢河的降落，谢谢新垣一带领着他的观众、他的伙伴降落到猪猪的频道。大家好，我是台湾美食迪卡豚猪鸡。大家好，我是台湾美食迪卡豚猪鸡。我今天迎来了生理期，所以就是声音会比较软烂，但是我现在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点，对。我不是故意就是要自爆，但是我觉得那个状况其实我也不想藏了，我觉得有话我们讲清楚，我们要来谈合作了，就我觉得是谈合作的时候了，对。原来教练也是性情中了，欢迎降落，新垣一，谢谢你的降落，给你一个又大又亮的扳手，请等我一下哦。好，现在应该有收到了，感谢这位是洪生，谢谢你们的降落，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猪猪本身非常非常喜欢推广台湾文化，或者是唱台语歌的部分。虽然讲我台语不认得，但是我嘛怕表讲继续讲台语吼，把台语讲回来。就是我的台语其实也不是讲得特好，但是我现在就是努力的把它讲回来，对，把算是儿时回忆分享给大家。帮教练，我跟你讲，真的不是故意的。风铃你好，欢迎降落 ，OK， 感谢妹夫，对，反手哦，谢谢，也谢谢新垣一，就是对频道的照顾，对，感谢不生气猪猪频道，来保密条约签下去，这样子就逃不掉了，哈哈。然后教练的下一秒就是说莎莎毕业了，我就说你果然有在第一台，然后他就说天哪，他说他不知道，就是说原来我在经营的是这个。我说教练，我也不会平白无故就跟你讲说来订阅我的频道啊。我说我只是过来重训的，只是我说教练，我听你讲了这么多壮世代的，对，这么多壮世代的这个活动呢，对，然后他就说他说他马上下一秒说要连线吗？要不要来连线？我说对，就是这个教练该连线了，该了，马上那个当下达成共识，你知道？对，就是我在想的东西，其实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契机跟教练谈看看，因为他其实就是带壮世代的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而且也是很有经验，而且他会带着他的妈妈，就是教练的妈妈会带团康舞，然后教练本身在那边传授的就是一个正确的壮世代的健身的知识，还有肌少症该怎么去应对，该怎么去补充。那我的身份，其实我跟教练讲说，我其实很简单，我不是主角，我只是希望透过这个连线让他们知道说台湾 VTuber 有一个爱讲台语爱唱台语歌的这个妹妹的家，对，我只是希望透过这个连线，也希望可以算是服务一下壮世代的北北们或者是熟男熟女们，因为我们家楼下也有老人关怀社区，我每天经过都很想冲进去问他们说，你们可以帮我连线吗？我想唱歌给他们听，因为他们每次也只是就是盯着荧幕，然后我感觉就是也没有做什么，所以我其实很想找一个契机连线，算是陪伴他们，对，也算是完成了一个我自己想做的一个心愿吧，跟社会的连结，或者是算是社会回馈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教练现在可能在聊天室，因为教练有带我们教练的胸肌跟臀部真的是超紧实的，有啊，教练他就是因为这样知道，就是说原来我在经营这个，所以这次的募资还有这次的专案他都超挺的，真的很谢谢他。然后迪卡面线好吃吗？好吃哦，谢谢风铃，对，感谢降落，对，感谢降落，就重训变壮塔。但是其实我们还蛮有默契的耶，就是我们
就我直接跟他公开这件事情，他马上就连接到说啊，来连线，我们一起来跟壮世代算是玩一场怎么讲带动唱的东西。对，所以马上达成共识，马上其实我们在那一天我们就瞧好7月28的行程了，你知道吗？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讲说，其实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跟你讲，因为其实说真的讲这个干嘛，我就是来重训的，但没想到教练做的事情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所以每次他就是在跟我分享说他今天去带到一个班，然后里面的北北跟阿姆讲的什么，我都反正眼睛都真的很亮，我就一直问，然后他就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对于这些话题这么有兴趣，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我一直也很想要做这类的连线活动。对，就是要透过教练，我们真的7月28号我们真的要来一场就是壮世代的算是现场带动唱的活动了，我真的超级的期待，超级那感觉可以未来有空的话可以跟对，所以你们知道吗？因为教练他跟就是政府单位也合作很久了，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算是都是里长啦，都是就是可能各个单位他今天要做这个算是里民活动的时候，就是里长去号召。对，所以未来我觉得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推广，做一个跟社会上的一个回馈的连接，这样子。说这是成年人吗？其实我觉得现在到底要怎么去称呼这一群长辈们，我自己也觉得很迟疑耶，因为之前好像又听说银发族不能讲，感觉会有鄙视的感觉。那我想说好像现在又改成壮世代了吧？但是壮世代我不晓得会不会到后来又衍生出说会不会又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耶，反正他们就是希望我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称呼啦，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好，这个就是起承转合的始末这个就是为什么之后教练会来第一台，就是对一周得够在吗子，就很好笑，超级好笑。对所以现在就是因为我们7月28号是第一场连线，就是跟长辈们的算是连线活动。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说，因为搞不好也会蛮翻车的，因为有些长辈很难控制，然后有些长辈可能就是反应能力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可能要有其他的应变措施之类的。长青世代嘛，我觉得都好，他们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他，我们就怎么称呼他。对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在社会关怀的这方面，还好在今年度真的是透过教练开启了我一直也很想做的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也是缘分有时候觉得说心想的东西真的会事成之前常常跟大家有时候时不时就会聊到说，现在高龄化社会可能会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嘛，对，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希望我有机会，即使是我们家楼下的老人关怀站也好，就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连线过去给他们做个陪伴也好。对，现在居然就是真的是透过我自己的健身教练，他本身就是也是一个很热忱在服务这些壮世代，而且也是非常非常有经验带课程的这个教练，我们真的要来合作，然后一起做一个算是现场连线的社会回馈的这个活动，好期待可是我有跟教练讲说，因为我设备真的也是白痴，所以可能我们在28号以前，我们要再要找时间再瞧个什么的。对，因为27号我原本也是有一个大活动，但是我27号今天早上又被通知就是可能临时要到外县市去我的天哪，所以可能我28号的那一天会特别的忙碌。对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呢总之希望啦，就是在这个社会的不管是大家成长中的孩子，或者是已经迈入年迈的这些长辈们嘛，对都可以活成他们想要活着的样子吧。对我觉得生而为人到最后，你们要活成想要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耶。对人生好难第一台吧人生好难，但是我觉得尽其所能的，我们就是在自己有办法去努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希望大家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跟目标。人脉总是在意料之外的地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人脉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说为了累积而累积，而是说这个缘分，如果你觉得你跟他相处在一起很舒服，或者是这个环境就无关人不人脉，就是说啊你喜欢这个环境，或者是说这间公司给你带来的氛围，我觉得去珍惜它，去感谢它就够了。然后未来它真的会成为你某一个可能想要进行的某个活动啊，或者是说某一件事情的推手，很神奇。对，所以我在这条路上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体现的，就是说人脉不要为了经营而经营。当你每天去珍惜的时候，某一天它会变成你的一个推手。对，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很有趣，超级有趣的啊！1点51分，我喝口水。所以很有趣吧？就明明只是去健身，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本身，我对于人性是本身会看得比较，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善良的，所以我并不怕说，我今天跟你公开说我在经营这个东西会带来什么恶性的东西，我反而觉得不会，因为怎么讲？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出发点都是为了善意而去进行的话，说真的，那些正能量是会累积过来的。对，所以今天就是即使好，真的就是有一些观众找到我的教练，那其实也不能怎样，因为教练他哪一天把我的个资讲出去的话，就是他被打断腿，对，被我打断腿，就这样而已嘛。对啊，人性本善的，相信我好吗？对啊，所以通常当我们就是可能 VTuber 在坦白说啊，我们是谁的中之人的时候，一定会担心说啊，万一有人去特别故意买教练的课，那我是不是就是也算是变相帮了教练，就是说他多了一份业绩。对，但就像是丁爷那边，你们过去找丁爷吃肉，你们也不会去问丁爷我的个资啊，你们懂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互相信任，没有错。而且今天你要谈一个合作，基本上就是会牵涉到可能一些合约，那些合约基本上也必须要有你的个资，你懂吗？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有时候你就算是把它想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就是机会来了，我们就把握这样子。教练又变2-1这样子，反正他的开麦是懂规矩，是他的确他是懂规矩的，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觉得这个契机就来了，你们懂吗？而且我想了2年，在今年来了，就觉得说时间其实也算是刚刚好。那我觉得刚好教练他也是想要，他也算是在关怀这个壮世代，也算是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成绩在了。我倒觉得不错那现在就开启这个合作吧。总比就是说今天我有这个兴趣，但是我又跟另外一个什么健身机构或者是教练机构去谈这些事情，那我还不是一样，还是得要可能要签合约什么，我把我的个资拿出来，但是拿出来也不晓得是不是值得信任的人。对啊，那不如就是说现在教练刚好就是在谈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合作契机，所以我就觉得啊，缘分啊缘分。对Ben送伊拉塞，欢迎大家来到啾啾的频道，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对在这么软烂的下午对分享，就是我们的壮世代连线活动的起承转合。对啊，然后我其实更开心的是，生而为 B， 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对于社会回馈的可能性。对，而且真的我觉得 B 的价值是很广的， B 的价值其实是可以被扩大再扩大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就是等，不好意思，茄子蛋主唱阿斌的新歌，昨天那个大宝老师贴给我，真的是太有感情了。对，欢迎大家去听一下。对，我今天早上疯狂在听。好，回归我们的话题，我是觉得 B 的可能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我去年会可能板有在问说 B Stage 演唱会，我马上一口答应。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可以尝试的一些展演，我都尽可能想说去试看看，就是因为这样子。对，因为其实 B 这个能量带来的这个扩大是非常非常强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所以有时候说为什么会要谨言慎行，是因为我们讲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必须要可能谨言慎行啊，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只是讲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那就是因为知道说可能我们生而为 B， 那就是不管你经营什么样的频道跟什么样的形式，那说出来的话对于观众而言他们都会缩在心里面。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影响力要尽量把它能量化，去把正能量尽量扩散出去。当然这个正能量你要一直抓着真的是不容易，因为生而为人我们也是有负面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之后，对，然后尽可能的把最好的我们的一面献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生而为 B 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啦。对 B 其实我是觉得真的还是有一些社会影响力的。那这个状况下，我觉得自己刚好又有这个契机可以去关怀壮世代们，好期待7月28的活动哦。B 越来越多人知道，越来越多人关注，超棒的。谢谢菲菲哈密瓜，我觉得 B 真的很棒。对，而且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元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台语专辑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尝试破圈，我都会去尽量去尝试。对所以好开心，就是今年度又完成了一个自己想了很久但不敢讲，但是莫名其妙连成了一个契机的一个壮世代关怀连线活动，好期待哦，超级期待。然后可能下礼拜或下礼拜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个连线的一个设备的 setting 跟筹备吧，要不然如果7月28号直接上的话，应该搞不好还蛮容易发生意外的，我在想好，所以就是总之这三年来，谢谢大家愿意陪着猪猪做任何我想尝试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我常觉得啦，因为生而为 B 不晓得可以做到什么时候，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尽其所能的把握每一次可以开台的时间。我每次开台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我的休息时间哦。对啊，所以跟你们疯疯癫癫的啊，然后什么烹啊、金猛干练啊 ，OK 啦，随便啦，开心就好啦。就常会觉得说，你们如果可以来我这边，可能讲干话或者风言风语，可以获得一些小小的休憩的时间的话，那不就跟我一样吗？就是我的开台时间其实等同于我的休息时间一样，感觉就是一个双赢啊。对啊，而且身边其实有很多愿意就是帮助猪猪的大家，像刚刚我以为我开台了的状况下，然后草降落下来了，我还跟各位领角们还有林潮谢谢你们的降落的那个当下，结果没有任何人听到，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对，总之谢谢林潮愿意带领着他的领角以及他的能量降落下来，以及方才我们的星野一也愿意带领着他的观众，然后还有目前愿意挂在这边的大家。这个就是一个善的循环，知道吗？善的循环。而且之前就是一直想说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契机跟大家讲说我跟教练是怎么相认的。对，大概有想说好了，今天这个契机还不错，就重训重到居然就是实现了自己某一个里程碑。果然肌肉不会背叛我，还要帮我就是对，还会帮我去把怎么讲频道内容吗丰富化，你知道吗？不会背叛我就算了，还帮我把频道内容丰富化，真的是太棒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其实我原本是明天有重训课但是生理期的关系，我想说把时间留给自己好了。对，可能大概下个礼拜再过去重训。这个就是你说教练被冲塔还是对被迫冲塔，这真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对，真的是不得不说了，因为就觉得说好想合作壮世代，果然有说有机会嘛，对不对？真的希望大家能让大家持续不断的提升。是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很努力很用心在经营自己的频道，
而且因为其实说真的，就是投入币圈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状况，对，而且其实我是认为，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心中对自己生而为币的这条路的一个理想型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成为那个理想型，但其实要成为那个理想型是真的是不容易哦。那没办法，就是薄荷，这真的不是我愿意的，对，也不是愿不愿意，因为教练他就一直问我说可不可以，我那个到底要怎么跟他讲？这不是不可以，但现在就不是在画图吼，不是在画图啊，我要怎么跟他讲？嘿，直接请他先订阅再说了啊，订阅了好，我跟你讲我在干嘛？好，订阅了好 ，OK。嘿，我跟你讲我在干嘛之后，嘿，来连线哦，对，连线有的连线好，谢谢，就这样子达到目的，就很好笑。而且我其实那天跟教练聊了很多，就是说我们这一场可能就是否连线活动，所以可能就是说真的啦，状况可能会意外的混乱且混沌。好，就是我们已经先把最坏的打算想好，就是说这群可爱的老人家可能会不受控制。可是那个也是我们在画面当中想看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状况，对，所以到时候就是连线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观察一下。然后，当然我们不只想要开这一场，我们希望这个壮世代的算是关怀系列的这些，不管是访谈也好，杂谈也好，这些知识可能会，如果说啦7月28这个是动态的话，那可能在8月会再早几天再来跟教练聊一聊关于就是比较静态的壮世代上面的一些健身及基础知识的这些东西，这样子可以不可以？一下下就好了。赵飞，大姐你居然没有在睡觉觉？哦，对，这是种机缘，没有错，肌肉的肌，我就说肌肉不会背叛我，还会帮我增加就是我频道的丰富度，不是很好吗？对，馄饨好吃啊，宇宙大学环贝，对啊。所以重训真的不止治百病，对啊，欢迎大家重训起来，肌肉不但不会背叛你，还会帮你带来很好的机缘哦，相信我。然后肌肉真的也是很好吃的优质蛋白哦，没事的，要相信猪猪的棚，什么猪猪的棚啊，什么打破时代的什么东西啊？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了不受控的长辈，对，我们再看看要怎么处理。其实我还蛮期待遇到不受控的长辈，因为那个画面就觉得挺有趣的，到时候再看看要怎么处理。可是要处理的应该也不会是我啦，因为现场可能有教练跟他的妈妈在那边。而且我们有讨论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说要跟长辈们聊天几分钟的这个状况，那我们一定也得要稍微考虑到延迟的部分嘛。那延迟的部分，长辈会不会就觉得说，这阿妹人都没听到我在讲话，嘿啊，是我讲不对啊，是我不够清澈什么之类的，就觉得那个也很可爱。对，星辰也来晒，欢迎。对，所以就是很多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在重训的时候当下都有大概聊过，可是反而是心中是很期待说，好，就是越混乱越好，越真实。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有跟教练聊过说，其实我们在现场连线活动的时候，我们家面线算是很嗨的，但是我有看过其他 B 鹏鹏那个状况，真的是超级像邪教仪式，你知道吗？就明明现场连线活动，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会看着荧幕，然后挥手之类的啊，没有一个挥手，然后大家都害羞到不行，然后可能主播他在荧幕上面超嗨，但是前面一坨人，对，一坨，对，低头不语，那形成一个非常诡异的邪教仪式。对，他们在干嘛？他们努力的在刷聊天室第一台互臭，然后聊天室非常的血腥，腥风血雨，如同血腥爱情故事般。但现场的我们看起来一片祥和，对，我们就只要一坨人在那边低头，但是我们第三者不晓得在聊天室已经腥风血雨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很好笑，就是我们可能一般观众的第一台大概是那样子，但是我们壮世代他们不晓得什么是第一台的状况下，他们一定就是会如果比较的老人，他可能会走向谁想互动，
但是可能我们又稍微要排除一下延迟的问题，对，所以到时候我再看要怎么玩。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家面甚至一半一半啦，有些是低头不语，就宁愿在聊天室腥风血雨，但有一些就直接大拉拉坐在我面前，嘿，看谁尴尬哦，我就最喜欢这种，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个大E人，我们在看比谁尴尬这样，低头不语碰君子什么东西啦？大姐你应该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大姐？在聊天室对啊，在聊天室每个都腥风血雨，是不是凑来凑去笑我碰怎样的？对，但是我们在现场表面看起来一片祥和，都可以体悟那个安详忘我的境界了。殊不知我们在聊天室如此的腥风血雨，谁知道呢？是不是？哦，小 T 来晒，什么早安碰啦？现在是中岛，这边是中岛哦，好坏哦，就是在讲你们，好意思讲哦，就是在讲你们。OK， 大概是这样子啊，这就好期待之后就是我们7月底的这些连线活动，而且我其实7月份还蛮多连线活动的诶。目前我看一下，目前我们有公开的连线活动了，就是目前跟大家聊到这个壮士代的状况，虽然说我的代记是还没做啦，但是我们就是暂定7月28号应该也不会再改变。然后27号原本也有一个连线活动，但是那天我临时就家里有事情，可能得还是要稍微北上一下。对，哇，所以27、28这2天会比较辛苦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这一周20号跟洛洛的连线活动嘛，对，在桃园国际动漫大展的连线活动啊，如果已经有报名的大家就很期待见到大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我再询问一下能不能公开，因为目前很像是还未公开资讯。对，所以我7月份其实还蛮多现场连线活动的。对，腥风血雨什么东西？你才腥风血雨。好，你们的腥风血雨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本频道土味情话大赛即将在礼拜3开启。好，我们土味情话大赛来，猪猪购买了台味面膜，要怎么玩呢？啊，不是这个才对。我们那天就我就敷着跟你们玩土味情话，当下一定是非常的内伤，非常的憋笑。对，但是我会把它撑完，好吗？你们每一句土味情话，我都会努力的在敷着面膜的状况下，字正腔圆的把它念完，然后 AKA 憋笑，AKA 憋笑，然后到时候会抓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4个，再丢上来给大家做一个投票。最后我们的土味情话王，看讲落谁家，我当场再制作一个非常非常台味的、非常本土的、非常富有不是长官，对不起，非常富有长辈气息的长辈图奖状，献给这位得奖者，你们觉得怎么样？土味情话，礼拜3每个人都给我土味情话一下。然后至于怎么玩，我们就是开放3枪，大家随喜抖内，好不好？最低可能就是设大概20、30吧，大家玩得开心比较重要。板板有没有机会改26？我看一下哦，板板等我一下哦。板板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哦。26如果是班班25可能比较 OK。班班25有办法吗？因为我如果是平常日的话，不是25不行啊，25已经有那个了，不行，25已经对啊，26可能也对，6日的部分应该。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刚好都是卡死的6跟日这2天，对。然后我想一下哦，对啊，27号好像没有办法。
日，板板，我待会再跟你瞧看看。好，谢谢板板的挂台。这个刘妈图榜，这个我不好说，这我不好说。对，但是我们看一下礼拜三讲落谁家。但是如果是刘妈拿走的话，也没有不好啦。对，反正就是对。至于就是这个像星系名体啊、彩虹字体，这些东西，这个牛妈基本上对我想说，她接受度也是很高的啦，对不对？这说会不会更饿吗？是汉格老师伊拉塞，长官气息好害羞吗？我也这么觉得。补一天，等一下哦。25对25不行，25有那个其他活动，对我差点忘了，有其他活动，等一下，板板你等我哦，我等下跟你瞧一下，对，我们现在在秘密跟板板瞧，可能26或27的部分，对，好，所以总之谢谢大家的照顾，然后土味情话我们礼拜三会开启，好不好？欢迎大家有兴趣来土味情话。对，然后看猪猪憋笑的话，对，好久没有刚刚跟大家玩这个互动式的一个相爱相杀的互动了，然后女生的部分要怎么土味情话，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女生想玩也一起来玩，我相信女孩子的土味情话应该也是会蛮甜蜜蜜的吧，对啊，而且啊，就是讲到壮世代的状况，其实除了连线之外啦。我其实之前就有跟达宝师有在聊说，关于对于壮世代的关怀的部分，其实达宝师那边有一个还蛮酷的一个计划，但是我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执行之前，就先卖个关子。对，因为这个计划如果真的是执行起来的话，真的是其实会蛮酷的，而且也会达到就是觉得除了这个连线活动之外，我更想做的其中一个社会回馈的东西。就是喝水吗？我刚有喝水了，谢谢小喵喵。我刚有补充水分了，谢谢你。防弹咖啡也他晒。土味情话太烂可以被猪猪嫌弃吗？我觉得土味情话就是在比土，然后我不能说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土味的呈现。对，它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台湾雕这么土，懂吗？就要如同我们台湾雕这么土，你们只要抓住那个土味的气息，就有机会夺冠，好吗？什么东西啊，丽轩！而且之前跟大家聊到壮世代，其实我常跟大家讲说，其实这个东西不离我们其实蛮近的，对，只是可能我们现在爸爸妈妈都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状况啦，就。我相信大家家中应该都有经历过啦，或者是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正在经历可能自己的阿公阿嬷年迈就是必须要被照顾的那个状况下，对，那我自己是看着自己的爸爸在可能要照顾我们家阿嬷遇到的这个问题，然后有去反思很多很多关于就是目前可能壮世代或者是未来高龄化社会会面临到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年轻人真的是会比较资源匮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接受那样子一个状况？对，比俗去你就俗吗？不会，对我而言那个是很棒的土味，好吗？被说是什么东西？被说不是人，被嫌弃。丽莎，你的品味真的是很奇怪，你知道吗？丽轩好，对，本频道抖 N 之一，丽轩，对，好 ，OK， 这么爱被嫌弃，丽轩的土味情话不知道是会是什么样子啊？对，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聊到壮世代的这个开始，会让我去思考，就是因为，我被 Me Too 是今年吗？还是去年？好像去年对不对？就是回阿嬷家莫名其妙被 Me Too 的状况，对，是去年。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就从那个时候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对，然后一路思考到今年度，然后就可能也是因缘际会吧，就真的是7月底要跟
跟教练开启了这些壮世代的连线，这样子。像阿公也是，现在已经中期进入了严重期了嘛。对啊，所以就之前就觉得很健康很健康的我们家的阿嬷也是啊，摔了一下，真是老人家真的是不耐摔啊，就摔了一下就哇，完完全全整个人完全走向了一个无止境的退化。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可能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很难想象的状况下，那个时候我姑姑跟我讲一句话，她就只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猪猪啊，以后你们也会遇到。我那时候其实会觉得说，离我们这么遥远，有这么快吗？但是实际去思考这2年，我发现越来越快了。因为台湾的高龄化社会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对，已经是很多问题跟状况有凸显出来了。还年轻就摔你，你的骨头摔不坏是不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摔你啦，我现在右手废了。我为了救个孩子，我的右手昨天整个废了。对，我的脑袋还没有开始转，我昨天的身体就先出去了，你们知道吗？好奇怪，我在讲什么？我昨天做了一件非常见义勇为的事情，但是我的身体出去了之后，我的手严重挫伤。进疗养院还想听猪猪唱歌吗？波西米亚老师，我们真的是7月28号会开启就是为壮世代献唱的这个计划，我好期待。阿妈是摔了一下哦，再来就每况愈下，真的老人家真的是很不耐摔。烟嗓很棒吗？好的，我的喉咙目前在复原状况，对，所以还是稍稍的对，给他一点时间。不过明天还是会有一些烟嗓的状况下，也是可以再练唱一下。我是没用的年轻人，对，我好喜欢那首歌哦，越练唱越喜欢。阿嬷也是摔一下就一蹶不起，是不是？就明明就觉得他很硬朗，然后怎么会摔一下就完完全整个人都没了？老人家真的是这样子耶，吴len先生一定要多关心他，多陪他看不同的影片，多带他去晒晒太阳。马克先生，对不起，就是你们说对他看不同的影片。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打起来就觉得你们讲的那个影片是正常的东西，对对，绝对是正常的东西。但是就是对，马克先生，我不是在怀疑你的那个，对对，多看影片我知道，对，我相信你不是在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我们新郎官刚刚睡着 ，OK， 我吃咖喱沙马差点买的，不是啊，你刚不是吃泡面吗？所以泡面没吃饱，刚刚拿个外送这样子吗？可是现在照顾阿嬷也不是猪猪这边能够做的，因为现在阿嬷现在好像也是在三合院啦，对，因为她不想离开三合院，所以之后总算阿嬷可以接受，就是义工去照顾她，然后我爸爸他们兄弟姐妹也因为这样子也算是比较放心了，这样子，阿嬷94了，在摔伤之前都还可以一个人跑，是不是？我阿嬷其实因为以前务农时代的长辈们其实身体是很健康的因为都朝9晚5，所以其实很难想象说真的摔了一下，整个人都，他就连我都快忘记了，我就觉得还蛮难过的。不过我觉得过程就是这样子，要去接受他真的忘了你这个人，对，没办法，就是退化了。正常的东西。好，马克先生，我知道你在讲正常的东西，我知道，对，我知道，但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觉得你们会不会跟我讲怪怪的东西？人家在感性的，我没有在开着，我没有，我也很感性，长官，我超感性的。我刚刚一度还担心说，你赞助本频道的专案会不会赞助到你的腿都没了？我刚刚还在担心你好吗？看着阿嬷从有精神到没精神，真的蛮难过的吧？对啊，这个就退化，对老人家的退化，那我们真的要去接受说他渐渐的忘记一切，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这个过程是真的蛮痛苦的。我没有在，不是不好，我没有在开车，我没有。八药盒，等一下，八药盒茶，宝岛蛋蜜汁，那个好喝蛋蜜汁好喝。本来阿嬷还能搬酱油的，但是像连酱油都没有办法搬了的这个意思吗？
等一下哦。啊，等等，我这样有工作讯息进来，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多工作讯息，等我一下。倒是会陪阿公阿妈看啊，布袋戏8点档，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能陪就陪吧。阿妈年初摔倒才去，好，灌骨浆，老人家会遇到的，真的有在做事在的时候不会退化这么快呢。我跟你讲，H 人，那个真的是不可控的退化，对，就是真的是不可控的退化，就是我们可能会很难想象说他退化这么快吗？他明明每天都有事情在做，有在做事是安怎会遐尔紧，他就真的是这么快，真的是遇到了才发现说原来是真的是这么快，我们无法想象的快。CIC 先生，妈妈做儿童事工20年，也是受一次伤3年，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就是可能长辈把我们养到大，但是我们其实会看不到他们所退化的那些地方，他们可能也默默的没有让我们知道。对，所以真的多多关怀吧。你们家都趁现在一直带阿妈出去玩玩吗？可以，他哇，我觉得把握这个时间，真的能够带就带。之前都陪外婆看乡土剧，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乡土剧对于壮世代的连结真的是很重要诶，连结到后来，我真的觉得它已经变成一个台湾文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台湾乡土剧 ，My God！ 然后呢，爱听的那个老歌清单轮播哦。讲到这个，就是我现在在频道也是常常会唱一些老歌，然后我的频道上面也迎来了很多很多的。你们有看到我那个 Twitter 分享的吗？我现在的数据就是我理想中的数据，我真的好开心哦！我给你们看，我现在的数据是我梦想中的数据，我在3年达成了我梦想中的数据，我完成了我梦想中的数据，就是在现在。我的这些老歌好像真的有陪伴到这些族群对，其实我超级感动的，而且是比去年还要再越发的夸张。我去年的55岁到64岁还没有这么夸张我去年反而是65岁以上还蛮多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今年数据跑成这样子，我真的觉得这3年的经营真的很值得，超级值得。那当然目前就是我们那个专辑募资也是努力在跑，可是我觉得这个成就感已经是跳脱于专辑募资之外了，这个数据是我想要的数据，然后我们真的做到了，对，我们真的是有让这群族群来看到我们的频道，然后来听我唱的老歌。所以我今年的8月8号爸爸节，我一定也是会开启天王天后金曲台语歌会，对，一定要的。沈宇的分享是爷爷从几年前开始退化，去年也是摔倒就无法自理行走，哇，真的很不耐摔。就这样看他从家人照顾到护理之家，到最后今年初住院离开，后面也为了照顾罹癌的奶奶也耗了不少心力，最后也离开了。现在也是一直在关心父母的健康状态，想想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辛苦你们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心有余力不足？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够赚的钱其实就那一些了，真的会心有余力不足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可能在经济面没有办法满足他们，但是我们其实在他们的陪伴面是可以满足的，我们尽量去满足陪伴的部分，还有就是陪聊，对，陪伴跟陪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但是经济面可能我们没有他们那个时代赚这么多了，这个是事实。而且还是女生比男生多了是没有错。他哇，本来想过找机会让阿嬷听猪猪现场不行，米娅老师，天哪，没有关系，对，如果真的去当天使了，搞不好他现在就在我旁边听我唱歌，好不好？的年龄竟然才11%，看起来算小，是不是 Olin 先生？所以其实在这里我都会说，各位亲爱的熟男熟女们，我不知道你们年龄在哪一个范围之内，但是呢，本频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长辈们，所以你们对他们而言，真正东西乖孙、金孙，你们知道吗？你们在他们眼里真的是小朋友、金孙呐。有75岁以上，75岁以上，我看一下能不能显示出来，你等我一下，很像，
75岁以上超屌哦，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好不好？来，那跨买几嘞？跨金价Uber 75岁以上，超平均的啊。阿嬷最后忘了很多人，但她已经没有像你们这些从小养，但她甚至能够回去陪伴手电回去。对，要面临到退化跟失智，其实真的蛮痛苦的。变灵异现象，没有啦，我们中元节还没来啦，水灵宝贝，没有啦，没啦。对啦，我只是很庆幸，就是对有这个机会为民服务。但是如果可以服务到，就是好兄弟们，这也积阴德。有没有听到我声音在颤抖了？积阴德，我胆子很小，不要这样。我胆子很小，我的胆子真的很小。好，等一下哦。没有他就只有统计到65岁以上，75岁就没有了。对，我后台数据目前是这样子。对，没有李婆婆们应该都这样子吼，应该65岁以上再上去应该就没有统计了。阿嬷隔离，然后中原普渡歌会，好像等一下，中原普渡歌会是要唱什么？等一下，中原普渡歌会，等一下。好，重点是中原普渡歌会有什么可以唱？敬爱的你各位熟男熟女们，中原普渡歌会是要唱什么？汉丁伊拉塞，欢迎来到朱迪卡软烂频道。对，我今天真的很软烂，对，但不晓得为什么常常会被激发出一些有点爆发性的音量。激什么硬的啦？长官，你那个腿是已经被打到你失智了是吗？我比较担心猪猪都这样说了，会不会？不要，他话没有这种东西，不要，我不要。倒退路满称回路心经大悲定音大悲咒倒退路。等一下，中元节歌会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玩一下？可是中元节歌会感觉要练的歌蛮难的我有这个时间练吗 ？My God！ 中元唱这首歌好像没有不行我们是闪灵歌会开起来，根本就不会死腔硬要唱闪灵的歌这样。其实闪灵蛮多歌还蛮适合中元的，对这个气息。什么还可以？还在那边可以哦？中元节，今年的中元节还蛮后面的很像今年农历7月农历7月是。我看一下，2025，我先查一下鬼门开。不要今年鬼门开这么晚呢？今年真的是因为闰月的关系，所以就连鬼门开都8月23。以往8月23号早关门了，但是今年8月23号，不是彩彩生日吗？彩彩你生日鬼门开，看看这个日子。这是什么天大的好日子？彩彩，你今年生日鬼门开好嘲讽有你的有怪狗，噔噔噔噔噔噔，就什么好拜老鼠的？为什么不要拜老鼠？可惜这堆里面除了满真回绿珠。真的耶，怎么办？我天哪！我接下来有专辑录制，会忙得要死不然我们机会再练一下，看看这什么天大的好日子！彩彩，你生日鬼门开，你给我出来！生日唱普通话，可是那天很像是 FF 不是吗？对啊，生日鬼门可能要查一下，倒退路是吗？紫基诺西子格真的吗？梅布桑，为什么紫基诺西子格很适合中原普渡歌会？虽然说那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阿嬷我也可以啦，可以，我觉得中原普渡歌会其实我们可以给予一点怀念，然后对于长者可以啊，满天回路也很适合，或者是已故的亲友，
其实 Hanamizuki 也可以耶， Hanamizuki 其实是易清瑶写给他过世的朋友。可以耶，我们就是到处收集，我们中原普渡歌会是有办法收集起来的呢。马西也塞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在尽可能不要练太多歌曲的状况下，看有没有办法收集起来中原普渡歌会。够瞎会。鱼啊，看鱼啊，底下游来游，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很像也是吧？很像也是唱给爸爸的那首歌，对不对？对呀。想要倒退路，不知道迪卡有没有去红蚂蚁生态世界那边？那个说到这个红蚂蚁的这个公司啊，我常常在港都电台听到什么红蚂蚁生命有限公司，然后他们就是常常会打广告，然后会有一些很神奇的歌在里面。对，就是不知道是老板本身还是说他们培养的艺人，就是我对于这间公司就是觉得说超可爱，他们的歌都很有趣。对，曲终人散，等一下，曲终人散不是失恋歌回，居然被你们安排到中原普渡歌回里面啊！孙燕姿的 T.O.O 嘛，好像也可以耶，好像还蛮温馨的啊！末班车，对，末班车 GJ 啊，薄荷，Tawa， 我们这样收集几首了 Tawa， 我们歌单之王者 Tawa， 我们现在真的差不多嘞。南兄大弟那首歌是什么？我们尘归尘，土归土算吗？我们的 Last Status 离别总是来得这么突然，很像可以耶，很像可以耶，没有不行耶，我们阿妹的那首也可以加进来啊！如果尘归尘，土归土 ，Last Status 如果你们也可以接受的话，就成了耶。把伍佰老师的空时，等一下，为什么伍佰老师空时警报？战争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马克先生，你的思维果然蛮跳的，马克先生，你自己说，你刚刚说要陪阿嬷看的那个影片是不是迷片？马克先生，我看透你了，马克先生，超级有趣，我要去走一走。好，欧雷先生，你为什么会知道？欧雷先生常常去吗？这个写出现了 Lemon， 可是 Lemon 这首歌我不会耶，我可能还要找时间练。千王歌吗？再陪你多走。哇，这首歌也是得要练的，一首纪念311的日本歌曲啊。扎娃娃，扎娃娃，扎娃娃的这首歌也可以。天哪，讲到战争，这首歌绝对可以。这样其实算是不少。巴朗歌回都成了中谢谢各位兄弟们，我们继巴朗歌回之后，我们的中原普渡歌回成了，我们都找出来了。那个谁，那个歌单请帮我那个整理在 DC 一下，谢谢大家。与会的各位，对，与会的各位贵宾，对，请动动你们的手指。对，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请帮我把这个中原普渡歌会的歌单全部都先整理进去本频道准绝不凡的 DC 里面。如果你们方便的话，谢谢大家。复活剑复活战道具 KKBOX 真的有。福西米亚老师，你不要说这个，我胆子很小。我真的胆子超小的，因为其实在中原普渡前后，陆续都有非常优秀的 B 朋友们，他们会安排一些比较灵异效果的联动邀约，或者是一起玩恐怖游戏的这一些，我真的很只能忍痛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是那种一旦碰这些东西会大概1个月不敢睡觉，真的会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看不到，我不是那种体质，可是我天生就很怕，我天生就不知道为什么超级怕。我不要看到不要的头接。深爱呢，水树奈奈啊，妮总裁这个可能要练一下。佛剑分书战斗曲，往生咒。等一下，宝贝吗？说到这个，我们那个募资的那个周边的那个杯在我手上，我当天是不是也是把杯一下？我们可以玩一下。我看那个，我看 GPT 是不是怎么说好？现在看孙女在介绍那个园区，后
后来跟家人去，真的很鏘嘛，很有趣。哦，真的假的？好，那我是不是真的要去一下那个红蚂蚁的？等一下哦，打鬼主题曲蛮适合的，血肉果汁机。那为什么不要鬼灭之刃一下？鬼灭之刃超打鬼的，是不是？可以耶，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成了耶，你各位啊，那个募资824当天会处理吗？哦，你说谢谢100万帮我们处理起来吗？不愧是盛虹，感谢我们的水晶批发商、经销商，100万处理起来，高获利，开始压力山大。没有啦，是没关系，量力而为。嘿，因为真的，我们团队也不希望大家真的是为了募资，然后生活不能自理。嘿，我们是秉持着就能努力就努力，然后大家就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努力，很开心。可是还是希望大家先把自己生活照顾好。中原普渡，全部推荐你 Get Out 是安怎？中原普渡唱 Get Out 跟舞女。我们 GPT 先生怎么了？好，我们 GPT 先生是中性的，对于女生而言可能他是个男性，对于男生而言他可以是个女性。GPT 先生怎么了？为什么你认为说 Gay Out 跟舞女很适合中原普渡歌会？ Why？ 此鬼非彼鬼，为什么 Gay Out 适合中原普渡歌会？ Why？ Gay Out 确实吗？因为我不敢等你，为我目屎流。跟中原普渡唱 Gay Out 是否太过不变调的夫妻？看到你全身长气笑，就是这样子。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就是做出胀气消失的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你们的全身健全的继续帮我们低台，好不好？公司警报，因为你应该是长辈那一辈领带新闻公司，然后现在就是什么弥漫战争的气息，的确是。所以讲到战争气息，就会让我想到，それはなんだっけ？对，就是那首ざわわざわわざわわ，那首歌是很悲伤。对，我就想到这个学姐就是呼吁我们那首歌真的要宁静的心情，对，我们真的要就诚恳的心情去唱这首歌，就真的很难过。对啊，蒙阿波雅嘎起丢呢，天哪，可以耶！我们的歌单都收集出来了，你们真的好优秀，你们都是我的骄傲，我敬爱的熟男们。我敬爱的熟男们，或者在我们的熟男熟女们眼中的金孙们。可以耶，其实我们歌单都出来了，不用担心，我们以地为窗，以天为被，家住公园，手上持杯，这样就可以持续赞助迪卡。要这么专情，我真是说感谢，以后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的做一个纪念的匾额献到你手上。没有啦，摩阿波雅嘎奇可以，没事可以再讨论，然后我要追不到聊天室哦，等一下。阿令的有一种悲伤吗？有一种悲伤也可以吗？也算是吗？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是吗？坚持，我没有吃嘟嘟。那个帽 T 肩宽是不是太大了吗？帽 T 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还蛮多 size 可以选的哦，所以 size 的部分大家可以稍微丈量一下您各位尊爵不凡的身形，再选购我们目前的这个帽 T 什么样的尺寸比较适合您各位后。但让你非常疑惑的歌单可以唱的当下，应该夫妻都还在，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中原普渡的歌会，我们的那个 Get Out 放进去很像不太适合咯，是不是咯？那重新调教一下分灵体咯。谢谢，请尽量调教它，我的分灵体。智能的战争的对，没有，真的是没有缘分，太忙了，不是每个唱不完。其实还蛮多的。那这样子的话，惹猴虾我私心不想放进去，因为我觉得放进去我会怕，不要好了，我也怕。然后司徒峰，谢谢350块的赞助。
占据姐下雨茶哦，谢谢中原普渡，我没有吃兔兔，但是呢，感谢今天您各位的赞助，这个应该是我的右手昨天见义勇为的医药费，我就列入见义勇为的医药费了，你们觉得怎么样？见义勇为医药费，谢谢。然后富九山伊拉塞，把他给我的歌单让我放在 DC 给他的肖像嘛，好，没有问题的，感谢我们的喵喵。买衣服肩宽距都才48，结果那个 N 号的就66吗？可能因为它这个版型基本上应该说它本身秋冬款，所以可能会稍微帮你们把里面肩宽的部分做一个比较宽松的语域吧，因为可能想说你们秋冬应该里面会再塞一件内搭之类的吗？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感谢深红的参考。对，我们这次的木质的周边都非常的优秀，对，欢迎大家挑起来看起来。谢谢大家，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成了，我们挑个良辰吉时，真的把它唱了，好吧？中原普渡歌会，我的天啊，什么东西啊！我们真的是太本土了，这个就是文化的传承，你们知道吗？你们各位，你们全部都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推手。其实我发现我们家频道的观众真的会帮我文化传承的。对，不管是飞往英国的柚子帮我带着嘎吉德亚到处逛，他娃也是在台湾帮我带着他嘎吉德亚到处逛，我有发现，超级感谢。然后 Saber 办婚礼，把婚礼小物弄成蓝白拖，然后还有抽捧菜、抽香菜，然后得奖者亚 S 也被强迫穿上了蓝白拖，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还有在企划书上面都超加分的啦，更别说你们在 V Stage 的那个什么罐头塔，很多很多都真的让我超级感动，谢谢你们。就连现在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成了，真的成了。来8月23号那天礼拜六，在这么棒的节日呢，彩彩生日鬼门开，好一个彩彩生日鬼门开。8月23号那天，虽然说应该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台的状况，毕竟是礼拜六，但是呢，我认为我们赶在8月底之前，我们把这个中原普渡歌会完成它，你们觉得怎么样呢？8月23，8月23处暑彩彩你生到了什么好日子？8月23处暑23处暑就算了，然后还是鬼门开，怎么了？怎么回事？我每年的处暑就是一定是冲绳民谣歌会啊！天哪，处暑今年真的是在礼拜六，哇，好犹豫哦，因为我礼拜六日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适合开台，就是基本上见红就休了。对，我看一下哦，我留给我女儿。好，其实我自己还没猜出来。说到这个 Seven， 感谢我好期待你们家，我好期待你们家的公主，就是套上就是猪猪的某个周边都好。对，欢迎照相下来给我看。千拜万拜不如古爷头啊提来拜，不是这样，不是福米，没有假头啊哦，鬼才，对，真的是鬼才，是。魏晨伊拉塞，欢迎来到本频道非常软烂的1个月限定1日软烂杂谈。我今天有在工作吗？我今天好像没有在工作算了，聊天比较重要。上生日很好笑，你听上生日快乐还是普渡快乐 ？My God！ 对，鬼才，上门像皇冠比较恐怖，好 OK 啦，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鬼才真的是鬼才，好个鬼才！彩彩生日那天他要领他的芋头蛋糕了啦。对，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天真的会拿过去啦。对，但是人家生日嘛，对，你们各位就是可怜他也捧场一下哈。我的芋头蛋糕，我是连续8月份是彩彩，9月份是诺诺，好开心啊！可是我都不能吃，我做的芋头蛋糕都不能自己吃，我都要给彩彩跟诺诺，而且是2位都不爱吃芋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了？
怎么会玩成这副德性 ？XL 肩宽72，可是 XXL 肩宽却变成58。那个我跟你们说，那个因为这一次我们有特别考量到 XL 跟 XXL， 其实这两个版型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们说，因为其实我们原本谈的那个版型只有 M 到 XL， 对，这个是同一个版型。但是呢，我们加开了 XXL 的这个版型是另外一个版型，因为我们担心说有一些可能比较快、比较高、比较多肉的观众，如果购买的话，可能需要 XXL。对，但是它因为版型不一样，对，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可能再稍微帮你们确认一下好了。对，因为两边是版型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 M 跟 XL 的这一版，它的肩宽是比较宽，但是 XXL 的这一版，对啊，它居然肩宽比较短好神奇哦！这个我再帮你们确认一下好了。唱康康的生日歌就可以。等一下，为什么唱声？拿到地道把塞嘎爪无味道，公公保庇哦，保庇你万事如意，万年富贵。拿到地道把塞嘎爪无味。为什么唱刚刚的生日快乐歌跟中原普渡啊？对吼，保庇哦，可以耶，那天可以呢，没有问题呢。茄子蛋跟用猪猪刮出了那糖。好了，看你们那天想怎么玩彩彩啦，你们就是要玩它，不然它会非常的寂寞，他们就等着你们玩，知道吗？可以吗？美国此症，难怪因为胸宽也比 XX 还小。对，它就是袖长跟衣长比较大，它是另外一个版型。对，所以基本上这个版型的长度应该是没错，但是它是另外一版。对，稍微就是看你们要怎么选择，但是它就真的是衣长跟袖长比较长，就是这样子而已。对，所以版型有差。对，因为其实我们担心有一些观众就是可能比较快比较高，需要 XXL， 但是感谢盛虹帮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它就只有袖长跟衣长比较长，但是它的肩宽其实没有比较宽。抱枕欢迎推荐给女儿她吗？欢迎。可能也是像是一些衣服有男版女版的关哦，天拜地拜到处拜，是。我的天哪，我就这样子跟你们杂谈要3个小时了，我到底都在干嘛？我有在工作吗？请问我有在工作吗？我刚刚有在工作吗？ My God， 我刚刚这样都没有在工作，我今天不是工作台吗？我的工作呢？我都没有工作在跟你们聊天，我光是在跟你们聊天这边鬼扯了3小时，我到底在干嘛？我今天几点开台的？我今天12点开台嘛，对不对？撇除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没有把我把讯号打出去的那个15分钟，我真的要开台3小时。我跟你们讲，我今天是11点50分把讯号打出去，可是我没有发现说他没有帮我连上。要是这个时间我真的已经满3小时了My God！ 我现在就我现在就在工作，我现在在享受我的工作。我今天不是工作台吗？我的工作呢 ？XXL 也没有给书尺寸，是不是要补一下？以免其他人要买。谢谢生蚝，那我可能再问一下哦。谢谢。在以前职场有金手衣服和裤子之前，这个当时的身材160是穿 XL。以10公分跳1码嘛。好，感谢 Fumi。好，这个部分我会再回应一下平台厂商那边。好，然后讨论中原普渡是，至少我们今天真的把中原普渡歌会讨论出，我们其实还蛮多歌单可以玩的。手受伤，我昨天建议有让自己的手休息一下，这样子吗？工作不就成？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对你们也是杂谈是吗？放松也是这种工作部分应该吧？谢谢微忍，谢谢，感谢。对，也是我们这次募资专案的赞助大佬之一。你的工作就是杂谈，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就是杂谈是吗？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的工作应该
应该说要以办公来讲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了。我真的可以放心杂谈啦，真的啦，应该啦。追生者以拉塞，对，真的可以放心杂谈。那这样的话，我看一下我们的中原普渡歌会，哦，真的是一表人才啊，鬼才啊，这是才823处暑就算了，还鬼门开，一表人才啊！你继续杂谈，不要让我吗？等一下。水莲宝贝，你这样会让我想到一个梗图，就是手手，拜托你继续杂谈。然后不是有那个一个梗图，就是杀人魔把那个斧头敲向那个门，然后里面的那个女生很惊恐，然后那个杀人魔的那个脸，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梗图吗？就是那个脸，你知道？一表狗才，好啦，来啦。F 是不是礼拜一还有 F 是不是？如果跨界的版谁是不是26号还有 FF？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27号来中原普渡歌会一下，你觉得怎么样？27号我们就来中原普渡歌会一下。对，就是那个，反正不管是什么主题，只要标题有杂这个字，就是杂谈台，不是？我歌杂也是有在唱歌，我还是有努力在唱歌，在歌杂的时候，知道吗？哦，鬼店，对对对，没错。改过那张图，我觉得鬼店那张图真的是万用百当斧头敲门的那个，对，里奥纳多·迪卡皮奥，对，没错没错，你们很懂不愧是你们，想不到身高165，一般身材的客人。建议如果想穿宽松点的话，可以往上穿到2XL 的。好 ，F 26日，我不知道FF 26号还有吗？因为基本上23号就有了嘛。然后它会到26号吗？没有哦，没有，我是说8月27号，我说的是8月27号。好，喵，我说的是8月鬼门开的时候，对。827，你可以好好选字吗？身后，好好选字不好吗？你各位，哎呦，真的，一转眼有个天哪，我真的很会鬼扯有办法跟你们这样聊3小时啊、哦！等一下，我也稍微让我的耳朵休息一下。对 ，Hello， 笔记面先以拉塞，熟悉的声音吗？我真的是今年度忙到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跟你们开杂谈台了吧？天哪，多久没有这样子鬼扯了？8月哦，对，8月我们来定27号，我们来定中原普渡歌会好了，我先把它放进去，等我一下哦。歌是，所以那个歌没问题吧？好啦 ，OK 啦，可以啦，嘿啦，随便啦，自暴自弃。我们先暂定27号中原普渡歌会。暂定电玩普渡来唱一个电玩普渡的歌啊！中原普渡歌会 ，OK， 这首不错吗？果心娘我不会，这个还要再练，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也不敢唱。对，而且其实刚刚跟大家讨论到后面，发现还蛮多歌单里面冲刺的中原普渡的气息。对，可以啦，我们就连尘归尘，土归土都有了。对啊，而且离别总是那么突然，超级适合。他的眼光，好似星星发光，这样心慌慌的他。等一下，やめてください。好的，退路，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学起来。我觉得的退路在中原普渡歌会很重要，对，还蛮重要的，这算蛮指标性的。那我们定个目标，中原普渡歌会看的退路，至少算是本歌会最重要的其中一首歌啊。的退路加油，倒退路的退路
的退路。晚安曲又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晚安曲你们觉得适合吗？对，的退路其实很难哦，超级难。而且刚刚 Olen 桑说的那个高雄的那个什么红蚂蚁的那个我还蛮有兴趣的。红蚂蚁生态园区，我看一下。他那个是在云林的这个吗？你说很强的那个园区是在云林的这个吗？红蚂蚁生态园区是这个吗？是吗？对 Taylor 还好，抓到他的拍就还蛮好唱的嘛。你们都很熟悉耶。很强的吗？是这个吗？我看一下。红蚂蚁，等一下哦。红蚂蚁生命科学有限公司吗？是这个吗？我来找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耶。而且哇，瓜哥有过去过综艺大集合，这好酷哦！我在这边就只有找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红蚂蚁生命科学有限公司，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东西。对，到底是多强啊？我再跟 Olen 先生确认一下好了。好 ，OK， 今天真的一砸就跟大家不小心又砸了大概要3个小时。我现在右手的疼痛依旧伴随着我，我像右手这个依旧伴随着我。对，它让我想到一首歌叫做《也可以》的其中一句歌词，很像是什么过去的曾经还会热烈的伴随着你，怎么会？然后呢？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只比任何人无助。当世界不为谁而破离，当爱也只像一句是白白波美伊拉塞，欢迎你的降落，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工作了，对他们而言，我的工作就是杂谈，我就努力跟他们鬼扯了3小时。没想到一转眼时间过得这么快 ，My God！ 谢谢降落，感谢降落伊拉塞，欢迎来到啾啾的频道。我们今天真是很努力的在跟各位工作。我发现我的工作好像已经提早结束了，对。于是我也很努力的杂谈工作啊。感谢诗人 CK， 感谢红蚂蚁生态孙女红蚂蚁生态园区嘛，好。我看一下哦，孙女跟红蚂蚁生态园区。好，谢谢 Olen 先生。红蚂蚁生态园区，孙女绝不能让爸妈去的云林迷之长辈景点是这个吗？最近很红的孙女妆化游。好 ，OK。总之呢，谢谢诗人 CK 波波龟，然后阿尔文，然后阿克阿给，然后我看一下，这位是真果阿明轩。然后丹羽，然后这位是橘猫知否伊拉塞，然后这位是我看一下静浩，然后一杰，然后看一下谢谢你们，感谢绝不能让爸妈去的云林迷之长辈景点吗？好，没有问题 ，OK， 我带我去窥探探，谢谢你们的降落，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全职机，对。波美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频道，谢谢皮皮，你也来了。皮皮是跟着一起降落吗？来，我们给我们可爱的波美一只又大又亮的扳手，请收下姐姐的扳手，希望你会喜欢。谢谢你们，我刚刚在跟大家聊到，就是说本频道的这个数据总算来到了我理想中的数据了。
对，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秉持着就是可能文化传承，还有就是喜欢推广就是台语啊、本土语这些东西。然后目前的这个数据跑到了我最理想中的数据，对，男女各半，以及我们迎来了非常多的壮世代的大家。壮世代就是我们可能称为可能目前的藏青组吧。对对对，那在刚好今年的7月底，也要跟我的健身教练一起去关怀我们的壮世代的连线活动，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然后在这个当下，感谢我们博美带领着他的伙伴的降落到猪猪的频道，真的很开心看到你们。我是迪卡屯主机，我是迪卡屯主机。对，通常都只会开在平常日的中下午台。那如果说您有机会在晚上或者是6日的时间见红啾啾的日子看到我，对，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对，我平常很少会在周休啦，或者是晚上的时间开台，因为我还是喜欢把这些时间留给我重要的家人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刚刚在讨论关于很多很多可能壮世代啊，然后高龄化社会啊，还有很多很多就是给阿嬷看迷片，不是，我没有给你们看迷片，但是我稍微跟你们介绍一下，本频道目前很努力的在推广就是台语文化以及我们的台语专辑，目前募资中，谢谢大家。2022年的正月初7，迪卡健身投入大汇款，身躯炸着上在地的元素，咖喱茶啊、盐水、迪卡，这3档甲咱这的面线兄弟做伙伫尾款，算出真侪数无前例的台味客话。伫台湾的文化推广，写着真醒目的成绩。2025年，迪卡必须透过更加多元的展演方式，将台湾文化传承落去。兄弟啊，感谢恁这3年来的支持。恁对着迪卡的每一步，我拢谨记在心。做伙推广环保台湾的文化，咱拢是重要的推广者。迪卡囤足机调味台语专辑，甲3D 演唱会。迪卡囤足机调味专辑，甲3D 演唱会，望恁斗阵来看成。迪卡囤足机调味，工商服务。调味好礼已经轰动上市，手里干纪念夹子，新计划的干帽徛来底。古早味的锁匙钳仔配乌多摆的后涂池，互你丰神四过去。酒开啊、米露杯啊、甲白铁啊边角，是11个好家私。复古 CD 播放机配调味专辑，来听音乐真舒适。大家请注意，有好康的要甲恁通知。调味好礼限时购买，唔通错过。看有介意的拢总买，我精明干练呢。感谢各位来到迪卡的频道啦你今日来到迪卡频道来一个工商服务时间一个来歹势我今日不是要练歌啦来泡茶啦，来者是客啦我这个茶叶啊传落去我加一点嘛小我嘎了头拄你看到那个3D 以前咱台语的调味专辑募资计划他对我就是在兴春老师替咱现身呐来者是客，相逢自是有缘呐这边台语专辑目前我们开启了这个募资中啦那少少的250块250块最低金额就可以获得这些文化推手、文化传承的这个推手的这个名称名号放进我们的感谢名单内底啦今嘛不是要卖药啊，那今嘛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赞助播出本频道真正跟金汉堂万年软膏没有合作过但是若是有机会，但是金汉堂万年软膏爸爸找得来我真正会足欢喜的金汉堂万年软膏爸爸看家不是我不是要广告金汉堂万年软膏，你先听我讲，我这边工商服务时间是啥回来？对不对？台语专辑在调味已经轰动97啊还没97啦还没上市啊，我这边在募资娘娘啦。感谢各位愿意拨空前往猪猪的频道，感谢各位在今年度对跟着我一起努力耕耘这个文化传承的部分。那今年度猪猪壮大的企划就是这个台语专辑的募资，那文化传承基本上舍你其谁，
只要少少的250块就可以达到我们这个文化传承重要推手的资格。好传承不推吗？你各位好，感谢各位哦，谢谢大家。我卖药，我没有要卖药。虽然说他们很爱看我卖药，我真的没有要卖药，我真的不是卖药。我们金汉桃万年软膏真的爸爸没有找过我，我希望他们有机会来可以找一下，好不好？但是就在那之前呢，对，在那之前我就只能拿着这个图片骗假。我现在这个状况就只有差什么？哦，掐卡这空吧空，虾米。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得到你两个没有赞助播出，但是呢，我们的专辑这个部分努力募资中，好不好？谢谢今天降落下来猪猪频道的各位，我今天依旧秉持着努力认真工作的这个初衷，陪伴大家。鬼扯了，要3个小时，怎么会这样子？我真的很会鬼扯我真的太喜欢跟大家聊天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的配信时间其实是我的休息时间。虽然说可能很难想象，所以其实我很珍惜我的配信时间。然后也谢谢方才有就是观众有 cue 到说猪猪频道的数据非常难得。对，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应该说这个月发现。非常感动的吧，就是一路以来，就是可能我们推广这些台语文化，然后常常可能时不时跟大家的拉赛啊，下面港胸口时间啊、北游啊、下面东鹤啊，我觉得那个好玩就好，因为其实我的台语嘛没下电灯呢。其实我台语也不是说多好，但是就很喜欢跟大家玩这个很本土的梗。结果我发现原来观众也有在看，真的演算法会去带到这些可能他们会去看到的观众群吧。超级开心，对，所以就这个数据稍微刚刚有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嘿，空八空空，空九里空八八空，直接给我4个字叫大展宏图。对啊，大展宏图啊，8月1号先生，对，大展宏图怎么了吗？很好啊，大师亲笔，对，大展宏图，没错。也希望就是今天有莅临的你各位，或者是各位 B 朋朋们，都可以在 B 圈的这条路上大展宏图。对啊，大展宏图怎么了吗？大展宏图又怎么样吗？大展宏图有怪怪的吗？有吗？大展宏图怎么了吗？对啊，大展宏图啊，大展宏图怎么了吗？你们这样讲我蛮紧张的。大展宏图有什么吗？大展宏图怎么？对啊，为什么大展宏图烤番薯？大展宏图跟烤番薯有什么不一样？对啊，我给我个人呢。大展宏图是一首歌我就不知道，昨天给我个人呢。好啦，是一首歌，就是看一下啦，是有什么梗的歌吗？我怎么不知道？好，我有看到我们可爱的喵喵有在猪猪的 DC 分享，就是可能 GGP 跟你分享的那些歌单了。好，牛妈被炸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是一首歌，是不是？好，搬来放办公室。最近的迷因歌曲吗？洗脑歌啊？我不知道我其实有还蛮多的一些东西都是靠观众科普给猪猪的。你看像这个大展宏图也是，对。好哦，我有好多东西要再去看看哦。然后可能这2天我的手的状况如果没有再改善的话，可能我真的要再去可能电疗干嘛的吧。对，我再去看一下我们家附近哪里有诊所可以替我电疗之类的。对，不过就是现在我即使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点余悸犹存啊。但是还好身体的反应就是对，还好身体的反应就是这么快。对，身体比较老实，也不是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对我救下了一个小女孩的手臂，我的身体老实的救下了，以至于就是我现在的我的手腕有点
感觉有点歪掉了。就是它不是明，它讲的是江湖道义的歌。哦，好好好，谢谢，我再去听听看。右手也是麻3天吗？哦，为什么？所以你昨天也拯救了某个小女孩的手臂吗？是这样子吗？刚刚就在跟喵总子。哦，真的吗？谢谢发月先生，谢谢。电彩珠，好啦，电疗其实我之前有过之前像我在重训之前其实也蛮容易，有时候就会下背痛还干嘛，但是我发现那些东西你真的可以靠重训去增加某个你不常用到的肌肉量，然后会比较减缓你一些腰酸背痛的状况，所以我才觉得重训真的治百病。可是重训其实不止治百病，它也可以救生命，你知道吗？我昨天身体真的是太老实了，完全就是没有思考的，就先把那个自动门跟他做抵抗，救了一个美眉的手臂。我的天哪，然后搞得我像右手腕整个大挫伤。还有不知道大彩虹的主播清流吗？哦，谢谢，我就是那个清流，谢谢 Hiko。我看到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果然是那个清流吧 ，Hiko， 对不对？电老针灸都来一轮，我觉得会啦，应该都可以电一下、针一下这样。当只听抖音的前面几句就来评论一首歌，真的很不 OK。指那些不懂得。哦，原来是这样子。好，牛妈生而为家长的你 ，OK， 最有资格评论这个。好 ，OK。其实我也蛮认同的就是说你今天可能看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断章取义啦。其实还蛮，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资讯量爆炸的状况下，很难不断章取义。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个资料是破碎的，可是当你想求证的时候，又一堆资讯爆炸般的过来，你又没有机会去求证你想求证的东西的那个瞬间，你又有一堆东西又等着你求证。所以没办法，现在很多东西就会变得很破碎，很断章取义。好了，很断章取义，这个真的是像时代这个资讯的洪流，真的是比较没办法。应该猪猪太少冲浪了嘛？因为基本上我就是只要一下播就会专心忙自己的事情。我真的很少会去，我就连第一台时间都没有你看我多清流到我就是因为太清了，我这3年都被他们欺负，你们知道吗？各位与会的观众们，各位与会的贵宾们、熟男们，你们知道我常被欺负吗？我就是常被欺负的那只猪，你们知道吗？我很委屈超委屈的。大展宏图，关公都点头有料。哦，真的吗？科目3原曲其实是很好听，而且歌词很优美，是不是？好，水灵宝贝帮 QQ， 不打最后一句不舒服。哦，这首歌的 rap 也很顶，是不是？好，听，都听，好不好？都去听。对，我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真的常常都是观众科普，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些东西。对，それが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ね。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对，为什么 Hiko 你是太感动了吗？居然还有这只清流如珠的我是这样子吗？大珠小珠落玉盘，就是我如此的清流，如此的清脆，这样子吗？有这回事？对，都是你们都欺负我，真的吗？不是吗？我要喝水。我就是如此的清流，对。人家说近墨者吃近墨者吃近朱者，你们不对，你们都是近朱者这样该怎么讲？对啊，我怎么可以说你们黑掉？不行，近朱者不会黑掉的，猪是很清流的东西，应该是近朱者赤。对，近朱者赤，对，近朱者啊！我到底在讲什么啊？等一下，我讲反了，近朱者赤没错，我就是那个赤才对，等一下啊！我讲反了，我是对的，近朱者赤，没错，我就是那个赤，你们就是那个墨，知道吗？啊，完蛋了，我就有点想形容这个，然后都形容不出来。我的国文老师真的要哭晕在厕所了。他不对，国文老师已经不想理我了，他连哭都不想哭了，他麻痹了。等一下啊！
我是刺的那个，你们都是墨，你们都是欺负我的那个墨。近朱者赤，你们就是那个墨，你们知道吗？啊！对，我就是那个刺。近朱者吐，等一下，为什么近朱者有吐啦？近朱者烹，烹饪的烹。近朱者话那边我见到刺，恰恰什么正常发威不是秒，气死我！气死我！你看他们都这样欺负我，你看我每次要讲这些东西都战战兢兢的。我想说奇怪，我有讲错吗？啊，我又讲错了吗？我是不是又讲错了？完蛋了！你看，对，气死我！好猪。好了，我今天肚子好饿哦，而且我们大高雄工业国又下大雨了啊，肚子好饿哦，我等一下要去吃什么？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先去电疗啊。可是说真的，我想说要跑电疗，但是我现在身上其实还蛮多工作要做的，与其跑电疗，我是不是只放着这个挫伤，其实它大概1个礼拜其实就会好了，其实很像也不太需要再去电疗干嘛的，对不对？近朱者烹，近朱者。大姐，你怎么还没有睡觉？你给我去睡觉，气死我！你看，就连夜班的朋友，就像是挂在这边不睡觉，就像在欺负我。你们看，怎么很久没？对啊，小 T 其实会出现，只是他出现时间比较不一定，基本上应该都是挂着。这么久没有回来，就是气死我！什么叫我还是这么碰？你们都感受不到我这个人设很努力的演出来，多么的用心良苦吗？精明干练的人要演烹跟精萌干练，实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我足足演了3年，你们看不出端倪吗？我的用心良苦你们都不知道然后手还扭到。不对啊，这没有观念啊。手扭到单纯是我昨天身体太老实，身体先去了这样子。这种10万伏特，先是看休养几天，看状况，看猪猪嘛。好啊，好 OK。不就是金汉糖问林软膏，可是金汉糖问林软膏有在治挫伤吗？怎么不像演的？我明明就演的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换来了一句话辛苦了，真的很生气，你们知道吗？气死了，很气，你们知道吗？会气呢，你知道多生气吗？三哥，你给我好好在公视摆摊，知道没有？公视好好哦，三哥摆那个卤味看起来就很像很好吃。我没想到三哥居然是卤味的经销商，而且就还在公视摆摊，超酷的，超酷！如果你们对那个卤味有兴趣的话，对本频道的三哥目前在公视摆摊，都可以去光顾一下。大奶帮主已拉下来，你好。那句别人演的不像主，我明明是演的，我演了3年，你们都看不出端倪，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演得很辛苦，也很敬业，不是吗？是不是？演到我的手都挫伤了。一直要强调我手挫伤，演得不像什么。大姐，你差不多应该被在捆啊吼！你紧去捆啦，气死呀！都不快去睡觉，到底要不要去睡觉啊？好像说大姐你明天休息，其实做2休2的朋友也是有可能。怎么了，马克先生？你到底在惊讶什么？是你刚刚说怎么给阿嬷看片子的？是你啊，是你对不对？绝对就是你，不是吗？给阿嬷看片子，什么看不出懂你啦？端倪，好，谢谢，很辛苦，你们都知道吗？坐轮椅那位是三哥，对，好，你知道8月1号先生目前到了我们公视现场，看着我们就是目前有位摆摊的大哥是坐着轮椅，没错，那位就是三哥，对，已经被打断腿千万次了，对，乐此不疲。马克先生很坏，好了，可是我们真的是出自于关怀我们这个壮世代，我们没有让阿嬷看一些奇奇怪怪的片子，你们相信我好不好？真的，今天放假，所以默默不是，我想说奇怪，大姐你怎么敢这么皮的？现在还在这边
还是被欺负猪猪，果然是放假，懂你吗？我不好说，我不好说，你们自己去找，自己去找。好，马克先生，我们一切尽在不言中。马克先生，你在看什么东西？等一下，东尼跟迷片又有什么关系？阿嬷看番薯干那又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还蛮多网络上面的梗其实是不知道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有得欺负我，因为讲什么我就说那个东西吗？这好玩吗？然后就是他们都会给我奇奇怪怪的答案，然后我去找之后发现，花了发，这根本不是你们讲的那个东西。跟阿嬷介绍日本有それがあれがもしかしたらあれかな？是那个吗？等一下，东尼，他们我去找一堆片片。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懂太多东西了。等一下，不知道，不要，那我不要找那种奇怪的东西，不要，你们给我的关键字都很奇怪，我不要。你看，就是这样子，他们都在欺负我，说他们在欺负我，就是在欺负我，不是吗？你们想到 right now いじめてる，私のことがいじめてるじゃん。だよね ？right now 欺负猪 ，right now。富田先不要吗？等等，番薯关记得你这么超级小的时候，番薯关什么东西啊？来都来，等一下。毕业居恩先生，毕业居恩这样不要，等一下，来什么啦？暗黑周董吗？日本周董吗？不要，我觉得你们叫我看迷片。酷酷肉包，你看起来很好吃，我现在肚子好饿。我觉得你们在叫我看迷片，我不要。推荐阿嬷看。这个我懂，请讲卖 gay 稿，我还有听过。什么富田？他为什么连他娃？不是，对我而言，他娃他一直都是一个清流清纯担当，为什么就连他都被污染了？你们对他娃做了什么？不对，还是说他娃对你们做了什么？他娃对你们做了什么？红姐我倒是知道啊，对，红姐这就知道，对，你们都喜欢跟我科普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奇怪。等一下，迷夜推荐的片真的也是迷片。我们车手之一推荐的片真的也是哇，素晴らしいじゃないか。これが寻安番薯关，对吗？你看波西米亚老师叫我不要去查，可是我现在看了，思密达，これが多米达富田二人组，那你富田二人组是什么？富田和牛烧肉，富田和牛烧肉啊，怎么了吗？富田很像很好吃，和牛啊。金手指之后，等一下，果然是对，他有呢，果然是那个方面的。我就说你们都给我一些很奇怪的 point，说那个やっぱり红姐不是不奇怪啊，红姐这个肯定会知名度比较高吧？对，什么这和牛很好吃啊，和牛啊，和牛啊，富田二人组日本军人，要不然是什么？富田和牛烧肉，我其实还没有吃过那个和牛A5 的和牛没吃过，好吃还好，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富田呢？もしかしたら，等一下是两位婆婆的那个吗？是两位婆婆的那个吗？是吗？你们讲的是这个吗？等一下，因为我去找图片，等一下你
你们我不要看了啦！你们都叫我看一些奇怪的东西，要气死我了！什么黑暗中的要推荐正常的？那两位婆婆怎么了吗？两位婆婆看起来很可爱啊。两位婆婆怎么了吗？不要两位婆婆怎么了吗？啊，等一下我不应该去找图片的啊！两位婆婆很美。我再也不要去找你们叫我看的关键字哦，气死我！我想说两位婆婆怎么了？谢谢大家。其实我真的认为日本的文化传承真的是做的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你看看你各位，讲到富田姐妹，我觉得他们已经达到了所谓日本文化传承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我相信我们台湾一定也可以做到如此周全的文化传承。我现在正在努力着，虽然说我的方向可能跟富田姐妹的方向不太一样，可是我也非常的赞许我们这两位壮世代的姐妹，她对文化传承真的是写下了一课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连我们台湾的青壮年都如此深知他们的迷片。我只能说他们已经做到了一个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台湾的小朋友都知道富田姐妹啦，这个就是文化传承，他们日本的文化传承哦。那对于台湾文化传承推广者之一的朱迪卡，虽然说我们的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也期许哪一天讲到朱迪卡，大家都可以知道我在讲台语啦齁。你们叫我看了什么？气死我了！这个不至于收金，我只能说他们有的东西朱迪卡也有，虽然说我可能比他们年轻一些，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成为壮世代。我相信富田姐妹在壮世代的这一环，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对抗自己老化的，我们不要说老化，自己退化的各种器官以及各种对我讲不下去了。我们关怀壮世代的角度，我们去看富田姐妹真的很可爱。你到底是要我怎么去面对接下来我7月28号的壮世代连线？你们到底是要我怎么去面对壮世代？你们这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报复回来，气死我了！传承这代，他们很多都变成文化传承下来，真的很厉害啊！我跟你讲，在文化传承的角度上面，我是非常新鲜的，我是非常佩服的。你们不觉得吗？我们像在台湾，我们现在受众与会的各位贵宾们，你们都是台湾人居多，你们都知道富田姐妹她们成功了，她们文化传承非常的成功，稳扎稳打的在你们心里面，她们成功了。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做到这么成功，虽然说方向不太一样，对。人与人的连接我就说我真的是，你们相信了吧？我就是每次都被欺负的那一个，然后被灌一些奇奇怪怪姿势的那一个，你们知道吗？他们只是在寻找年轻，对，好不好？毛毛老师你先说说，来，毛毛老师，请问你也知道富田姐妹吗？来，我们欢迎我们卡架的这位厉害的编曲老师毛毛老师，在咱们的线上 WAVE 先生，我们毛毛老师，你嘛知道这个富田姐妹ご存知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那不得不说，有些阿姨是真的保养的很好，没有错，好不好？你们好坏就
我跟你讲，富田姐妹其实在一般的那个 Google 找，其实你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但是一旦你点选的图片，你就是刷新你的三观了。对，迪卡知识家，谢谢你这。你看这3年我承受的 Hiko 你了解了吧？我承受了这么多，是不是？然后还要被小鹏、被小金萌干练，你看看我的委屈，你现在了解了吧 Hiko？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我多么的委屈，我的委屈这一瞬间你们都了解了吧？很好奇为啥许医生要跟别人说对，我就好奇怎样咬我啊，8月1号先生，刚刚是不是差点把那个与会的贵宾，这种与会的贵咖们，不对你们而言，你们都是尊爵不凡。我与会的贵宾们，有些也是初见的，对，全部都是非常尊爵不凡的与会的贵宾们。我绝对不会说你们贵咖，你们只是在帮忙日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相信你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推手，那不妨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传承推手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我们下方 QR code 250块，让你们完成一瞬间文化传承台语专辑第2批的推手，这样也是很好的。谢谢大家，我今天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但是我非常羡慕日本当地的文化传承，我只能说我向往，但是我不会照做，谢谢。刚刚说你不想去搜寻，没有，小喵喵不要，姐姐奉劝你不要，期末知识差，一旦看懂你的知识就增加了。我不要，没有知嘟嘟这3年来辛苦了，我不要欧美的我不需要，不要日本的就够了，日本的很可爱，不要。你们平常看的到底多重口味啊！我气死我了！你们平常到底多重口味啦？哦，气死啊！我气死了！啊！等一下，来，没有，不要，没有这种东西，整个人都不干净，不会不干净。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文化传承的其中一环，不是吗？对，有妈别讲出来，为频道着想。你们最好是真的为了我的频道着想哦，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哦，与会的贵宾们。好，今天就刚下刚问呢。我觉得这个冲击堪比昨天我的身体力行是差不多的东西，你们知道吗？哇，我刷新我的三观了。对，果然我真的觉得我的见识真的是太浅了，我的天哪！而且其实我每次在滑 Twitter 啊，就是我也知道 Twitter 其实很多色色的东西嘛，可是我其实大部分是看不太懂他们在色什么。对，我看不太懂他们在色什么。而且说真的，我就连富田姐妹，我刚刚有点想到了，就是富田姐妹我很像在之前人家 Twitter 分享有看到2位婆婆穿着和服很可爱，我以为就仅止于此而已。我想说我找到了他们穿和服的图了，我想起来了的下一秒他们和服脱了，然后对，好，我刚刚看到了这些东西。对，今天直播的后面我明明是很温馨的跟你们聊壮世代，对，富田姐妹也是壮世代，我今天没有主题诈欺，我们的老年社会关怀怎么关怀到富田姐妹身上去了？你叫我今天的直播到底要不要留？气死我了！你们看希腊雕塑一样，对，那个很美，我只能说我才说很美，他们很可爱，好不好？刷3关还不会秀，我可以不要过5关斩6这样吗？我觉得富田姐妹已经够了，对，就是她教会我是多么令人羡慕的文化传承，是不是？大脑在心爆。对，我今天网络用够，谢谢大家，我觉得我可以找那个降落的地点了。对，谢谢今天与会的各位与会的贵宾，与会的各位降落的 B 鹏鹏们。对，我觉得我迫切的想要找下一位 B 鹏鹏降落。找
好拿杯，其实就是贴年龄的比较年长的，就不要，只是知道梗，完全没看过，不要让你去想象吗？就脱了，然后呢，他哇，反正我刚刚受到的伤害，你们不就早就知道了吗？还有人不知道吗？他们很开心啊，很愉悦的哦，多可爱！我受到的伤害，你们不妨亲自去感受一下，刷新你们的五感啊！这是壮士代，这的确也是壮士代的话题。话题要不要转回中原普渡歌会呢？中原普渡歌会我们像对，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已经把中原普渡歌会的歌单很像列的都差不多了呢。等一下，为什么咪婆婆又是什么？我可以不要，我才不要受骗，不要再去找了。朱迪卡，不要，不可以再去找。五关六将还不够我可以不要七进七出吗？赵云他自己去七进七出就好了，我不要管他。限值太低，不能直播了吗？不，我只说了，我再次强调，我很羡慕他们的文化传承，非常羡慕，好不好？请不要让你知道。毛毛老师，你是不是其实早就看过了？毛毛老师去中华电信办网络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我去中华电信办了网络，我巴不得刚刚他快点跟我断线，为什么他就没有跟我断线？我的频道莫名其妙的就是常常饱受断线之苦，我刚刚就需要被断线啊，可是为什么刚刚就没有人跟我断线？你看女婆婆又是什么东西？前阵不是她什么好，汤婆婆对有在 Twitter 被迫害到，对，但那个就没办法了，对。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富田婆婆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率真，对。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右手好痛，我的右手的手肘明明刚刚好好的没事，我为什么看完之后觉得好痛？你知道吗？这已经不是头痛的问题了，这我的手肘在抽痛了，你知道吗？我的手肘叫云去找。我觉得聊天室的话题我掰不回来了，我救命！各位，不是你们都还正常吗？各位聊天室大家，你们对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你们不对劲。我觉得你们不对劲，你们快回来！我们今天其实是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壮世代，我们在关怀社会，我们很温馨的。我觉得你们不对劲。虽然说我们没有跳脱话题，我们还是围绕在壮世代的富田婆婆们，对他们非常非常棒，他们文化传承做的真的比我还优秀，我非常羡慕。对，我怎么要去看一下？结果电脑演算法会被电脑遇到老人家断线礼让是不是？右手也有这什么东西 ？Hiko 王之力好中二。福田姐妹手会到底跟等一下，还不是因为你们害的，臭流氓，气死我！为什么汉哥老师要晕什么？对我真对，不愧是你们，对我们的关怀壮世代，我觉得我们将已经到了尽头了，就如同末班车般的，我觉得已经开到了尽头，你们知道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说的是我的手的挫伤是不是？我刚刚想说 Saber 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不要再去看你们叫我说的是什么关键字。原来 Saber 是要关心我的手该去看了。好，对，你看你们把我害成什么样子的是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对人性不信任了。然后你们害的，我歪到回不来了，我气死我。那就唱一首末班车当结尾嘛。不行了，回不去了，到尽头了。我们的末班车
反正已经确定要收进我们的中原普渡歌回里面了。各位与会的贵宾们，除了我们8月底的中原普渡歌回，如果你们喜欢台湾传承的话，请务必一定要加入我们礼拜3土味情话相爱相杀的这个非常非常具有台湾传承的企划。舍你其谁呢？因为朱蒂卡在上个礼拜发现了这个非常具有台湾味的面膜，我非常的欣喜，于是我带回来，准备在这个礼拜3跟各位开启台味面膜土味情话相爱相杀台。我们这个土味情话会在猪猪敷上了这个面膜之后，请各位随缘随喜的投递3枪赞助猪猪之外，你们可以留下你们喜欢的土味情话，让我们筛选当天的前4名。我们把这个土味情话之王在我们的聊天室做一个投票的动作，选出当天的土味情话之王。当然我们这个相爱相杀不免俗，我敷着面膜还得要憋笑，很痛苦的好吗？你们知道女生敷面膜最怕的是什么？笑场，面膜皱掉，多么的可怕。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相爱相杀舍你其谁。如果您对于台湾土味情话以及我们台式的这个幽默有兴趣的话，请务必一定要参与本频道在礼拜3开启的土味情话相爱相杀回。除此之外，我一样会跟你们分享我们这个咸酥鸡面膜敷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咯。而且你们知道要敷面膜开台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吗？不要紧，我痛并快乐着，因为我还必须附送你们的土味情话，然后还得要憋笑，不能笑场，很痛苦的好吗？很痛苦。对，板板说中西医都要看一下吗？好，谢谢喵喵总裁猪猪会再看一下，让我追一下大家聊天室。刚刚那段静默者吃，等一下，长官好险你没有加入，你再加入的话，我也不能怎样啊，就是被笑啊。哈，那换我笑你，你加入不了嘞，你来不及嘞，打我啊！B Stage 演唱会，跟谁度也掉哦。好，谢谢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被揍的话，好，我们目前在10月份开启了这个高雄不二线下演唱会，你们真的有这个资格被揍哦。啾咪啾咪啊死啊死！详情请参阅我们目前下方 QR Code 或者你们的置顶连结。我们的挖贝募资丢币专辑专案，在75C 套组以上都有这般的福利，这般的特点可以回馈给大家，回馈你各位抖 A 们呢。接下来迪卡那么演算法的可以不要吗？やめてください。乐和诊所很强是不是？不过像那么搭末班车碰趴歌回还没有，这些东西都我们碰趴歌回要找，可能要稍微早一点，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可是我们的中原普渡歌回马上就出来了。等下对不对？近朱者赤，我就说我是赤的那个，难怪你敷面膜没用。你看慢着。咸酥鸡面膜感觉很香，我也这么觉得，满满的鸡胶不是吗？对，痛并快乐着，感谢我们汉格老师。文化传承真的是好棒啊！我今天感受到了日方的文化传承，真的是满满的诚意啊！我们以此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参考依据，虽然说我们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文化传承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说是吗？我觉得我今天的封面真的可以改成壮世代关怀杂谈，你们觉得怎么样？好，我决定了，我待会下来就来改一下。然后大家补档补到后面花了发，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封面诈欺，我们秉持着一贯公平、公开、透明，我们没有诈欺，我们一样聊到了壮世代的富田姐妹。你说我们诈欺吗？不是，我们一样在关怀这个社会，一样在探讨文化传承，真是令人羡慕的文化传承，不是吗？一代米扛起了，碰怕哥会有啊，燃烧火鸟上次有讨论到啊，真爱相杀。
人类的恶意，我这3年感受到你们的恶意还不够吗？我这3年来感受到的恶意还不够吗？9月这边有大活动吗？老师，你是说用无痕搜寻富田姐妹吗？牛妈，我不知道怎么用无痕欸。完蛋了！完蛋了！看看你们对了我的电脑做了什么？完蛋了啊！我不知道怎么用无痕呢。哦，气死我！我再也不要去找你们跟我讲的关键字了。哦，shit，完蛋了！哦不，哦不，哦不，哦不要，哦不啊！我不知道怎么用无痕呢。啊！你们要对我的电脑负责，怎么办？我要怎么洗回来？我要怎么洗回来？不要！我不要！我的电脑只剩富田姐妹，不要！啊！不要！等一下，我没有，我对那个没有兴趣啊！啊，完蛋了！我再继续用本土文化洗回去。啊！不要！哎，我真的不会用无痕欸。哦，气死我！啊！我不要！点分页无痕要怎么点？要去哪里点分页无痕啊？我不知道怎么点呢。对，我只好找更多的 BL 压过去了。哦，气死我了！对啦，你们就是这群墨，黑到发亮，你们知道吗？气死我！我要找降落地点，我要把你们这群墨倒过去。气死我！啊！我看一下，我要把你们这群墨倒掉，气死我！气嘎被戏。哇，我们这群墨要倒去谁那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要找你们告诉我的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关键字。哦，气死我了！气死我，好气，真的好气，你们知道吗？哦，好，喵，气死我，气嘎没戏！我把你们这群墨倒过去，气死我！好，谢谢大家。本频道秉持着文化传承以及关怀老弱妇孺的这一点，对，很开心在这个下午可以跟各位畅谈关于昨天我的身体力行以及手肘挫伤救了一位小女孩的手臂之外，我们还一起关心了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形态的壮世代。我们探讨了非常非常多，不管是我7月底即将开启的跟我的健身教练的壮世代连线，甚至我们延展到了日方那边的文化传承的富田姐妹，我只能说上了一课啊，好精彩的一课啊！怎么这个礼拜一有这么精彩的吗？7月14号，我不会忘记你们对我做了什么，就跟今年的520一样，我的520都不520了。看看你们对我做了什么，你们真的是好温馨的一群面线，真是气死我了！哦 ，Make 的是这样消除的吗？啊 ，Ctrl 加 Shift 加 N 就是无痕分页吗？等一下，我试一下。Ctrl 加 N 哦，加 Shift 加 N
真的耶！谢谢，我会了。哦，我会了。就是你们送我的电脑被污染了，你看看，都是你们害的。你们送我的电脑被污染了，谁害的？文化传承是要降落过去式，我没有，不要，不是，我们文化传承要传承我们台湾的文化传承。我相信富田姐妹已经够有名了，我们台湾的文化传承好不好？秉持着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要传承是我们台湾的文化传承，知道吗？迪卡第比台语转接，好，目前努力传承中，知道吗？但是不要，我不要再搜寻你们叫我搜寻的其他的东西了，去别的频道一下。今天才礼拜一耶，你们到底怎么了？猪猪的电脑终于跟……好，我会无痕了。你们送你们污染没？好痛哦！你们我不要拍桌子，好痛哦！现在不能拍桌子啦，好痛！不要理你们了。谢谢大家为我上了一课，我们的壮世代关怀杂谈好快乐，真的好快乐，谢谢大家。我永远不会忘记7月14号我们一起关心了台湾的壮世代以及国外的壮世代，你们都是非常优秀且温和的熟男们，关怀壮世代的方式只能说就是超乎我的想象。对，你们真的非常关怀，就是对壮世代，对我好欣慰，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只能再买一台了。福田姐妹就是这种，你可以不看，但你要推荐，我不要，为什么一定要推荐？福田姐妹，台语翻译版算文化传承吗？好了，也算是了。对了，好了，勉强好不好？中不中？海景第一排可以，这个可以好不好？谢谢大家。把我的单纯还给我，我的海景电脑也污染了，什么都没了，不单纯了。谢谢大家，我们即将降落在兰兰的频道，我要把你们这群墨倒过去。それでは間もなく蘭蘭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外れてください。もう閉めることはないよ。免下安全带啦，你们的シートベルト免下啦，不用系了啦。玉石俱焚吧，玉石俱焚知道吗？安全带什么都不需要了。主公，你看过富典？你要被 ban 掉了。你们安全带这部分有种不要跟我系上了，全部坠机啊！玉石俱焚，知道吗？我们只要重生我们的记忆，就如同清清白白的一碗粥、一张白纸一样，可以回归了，可以重来了，知道吗？没有错，没有安全带，玉石俱焚吧，你各位！明天见呐啊！明仔载金咪奖指定曲练唱歌会啊！我相信我们明天会清清白白的见面，当作什么都没有。今天的事情大概在我们坠机之后，全部玉石俱焚，尘归尘，土归土。明天见。我相信明天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记得今天任何的配信内容。没有安全带不干我的事，玉石俱焚，大家拜拜。